面线兄弟召唤众生，这摆一定会互你听到咱头口上适拍的台魂。夜头看起这世间的沧桑，甲真心的是世间已经变化，原来情感有相似在我心梦时。三来黑白母做伙嘟嘟嘟，Everybody嘟嘟嘟嘟，专心了无对咱的脚步，做伙斗阵嘟嘟嘟嘟嘟，自信坚强免搁想伤济。袂停，刚到世界，伊设计出看待，刀光剑来，要三动叫我阻碍，千百里讲我就是独一无二啊！我就是你爱的阿芙罗代蒂，我就是你爱的阿芙罗代蒂。天空降下的，波波风飞，心比之绝比之情到真的，看你困眠是我的最爱。叫我的半生半世，无找无人陪。香味将你听入心，加添你生的气味。以后咱两人袂搁再斗阵，过了刚好，敢有食甲健康，替你穿几道山顶市场，大大腿部。幸福快乐，做美拖舒服。若是会当听你的笑声，我甘愿做你的老人。咱的感情已经过千万年。夜头才看见，春花开满山间，一生的你早就已经离开，美满的歌声，祈求一个有希望月老守护，牵手行咱的路，实现伊的梦想。猪脚吞足鸡调味，面线兄弟召唤众生，这摆一定会互你听到咱头口上适拍的台魂。夜头看起这世间的沧桑，甲真心的是世间已经变化，原来情感有相似在我心梦时。三来黑白母做伙嘟嘟嘟，Everybody嘟嘟嘟嘟，专心了无对咱的脚步，做伙斗阵嘟嘟嘟嘟嘟，自信坚强免搁想伤济。虽然怎样总来战
猪脚囤足鸡调味。面线兄弟召唤众生，这摆一定会互你听到咱头口上俗拍的台魂。夜头看起这世间的沧桑，甲真心的是世间已经变化，原来情感有相似在我顶梦时。三来好爸母，做伙嘟嘟嘟，Everybody嘟嘟嘟嘟，专心了路对咱的脚步，做伙斗阵嘟嘟嘟嘟嘟，做心坚强免搁想伤济。袂停，感觉世态，伊实变成看待，刀锋剑来，要三通叫我出来，千百里讲我就是独一无二啊！我就是你爱的阿芙洛戴蒂，我就是你爱的阿芙洛戴蒂。天空降水，波波风飞，心比之绝比之情到真的，看你困眠是我的最爱。叫我的半生半世，都找无陪。香味将你听入心，加添你生的气味。以后咱两人袂搁再斗阵，过了刚好，敢有食甲健康，替你穿几道山顶市场，大大嘴巴。幸福快乐，做你托舒服。若是会当听你的笑声，我甘愿做你的老人。咱的感情已经过千万。嘿，大家午安，大家好哦！大家午安，午安，午安，午啊啊啊啊啊，午啊午啊午啊！今天是我们非常可爱、人畜无害的3.0，跟大家见面哦耶！而最可爱的3.0迪卡在此为您服务。我看一下 BGM， 你们帮我听一下 BGM 的声音。BGM 的声音应该 balance 还算 OK 齁，如果需要调整大小跟我说一下。大家午安，大家午安，午安午安，大家午安，大家好，又是一个非常美好的礼拜一下午。我原本还在犹豫我礼拜一开不开得了台，因为是这样的，我的开台现在都觉得说很像要看身体的这个该怎么讲，身体是一直都很有体力啦，浑身肌肉，对，但是喉咙状况不是上个礼拜跟大家讲说很像 maybe 或许可能要感冒了，对不对？我在想说完蛋，我礼拜一可能今天或许是没办法开台的状况下，那至少可能今天休息一下，毕竟明天我们要应付那个还债被拔了旗的那个绕口令台哦，这个绕口令台哦，真的是需要一点那个喉咙，就是稍微需要经过一些操练磨练，所以原本是预计今天可能休息，这实在太神奇了，这实在太神奇了。我原本以为会每况愈下的这个喉咙状况，自从去了5000老师他们3清板板面前走了一遭，全身病痛全部都留在5000老师身上。我吉米盖脸，5000老师，你这样还好吗？你这样应该喉咙很痛吧？因为我是觉得这个真的是玄学里面让我觉得很神奇的地方啦，就是有些很厉害的神明，或者是有些很厉害的老师，他真的会把你身上的病痛带走就算了，然后还带在自己身上。很像听说5000老师是这一类型的，就是当天去5000老师他们的，我差点说，对不起，我差点说成灵堂，不是灵堂，对不起，算是佛堂还是这我不太怎么讲，大厅好，神明厅前真的是
我真的是拎着就是很重很重的红茶冰3大杯，然后路途走了大概15到20分钟吧，真的当重训哦。然后还不止那些，我其实带了很多东西要去见三清板板，想说要拜拜的啊，或者是要带给可能老师他们喝的东西。哇，路途真的是满身大汗，而且我不晓得为什么我每次去台北一定就是出太阳。我去台北那个雨伞没有展开过你们想想看。我去年要跑台北录音，已经上台北多少次，或者是采访，或者是什么动捕棚，或者是3D showcase。我跟你讲，我上台北的次数没有一次用过雨伞，不觉得很夸张吗？对，神明厅灵堂，对不起。对，然后就觉得大家都说我是晴天猪猪啦，对啊，所以那天上去又是一个大太阳，又是一个日晒猪的节奏。对，我就走了20分钟的路，然后走，然后就到了5000老师那边。真的觉得心灵祥和，真的就是那个气场会让你觉得很安心很安详，然后踏进去就快点跟三清板板打声招呼，然后也谢谢他保佑2025年顺遂，也麻烦继续保佑我们2026年所有的希望各种企划或者是最想走的那个坦坦可以让我们走一下之类的。然后那时候5000老师就默默的就走到我旁边，猪猪你今天是身体不舒服吗？我就なんでわかるなんでわかるの？很可怕，你知道吗？就一个命理老师走在你旁边，猪猪你是身体不舒服吗？就你哪怎样？我哪怪怪对，我那天其实就好像喉咙有点怪怪，对，就觉得是感冒前兆，对，然后就这样子很神奇的，就5000老师他说。我觉得命理老师，我真的觉得他们不知道在选什么的，因为他们并不是从我的声音听出来的，因为我声音可以装嘛，因为感冒前期谁会知道你喉咙不舒服啊？因为是很轻微的发炎，但是我自己本身感受到了，只是我没讲。只是5000老师跟我讲说，你看起来今天的能量跟之前不太一样，今天有一些暗淡啊。我想说，哇靠，这个也看得出来。我就说没有啊，哪小卡怪怪，应该是被感冒啊呢。5000老师说好，你站着，就让我站在那个三清板板面前，不要讲话，不要动，很像是做了一些很神奇的仪式，然后就跟我讲，感谢大高雄工业国山枪豆内给 Dika 屯足迹了30元，深中山枪，猪猪晚安。安心睡了。不是大姐，你身中3枪，然后你还有办法睡吗？你要不要叫一下救护车？大姐应该是你啦大姐，你如果身中3枪的话，不要睡，你睡下去的话，可能整个人就没了。你要不要先叫救护车？谢谢你30块斗内，还记得要求救这样子。对，然后对大家。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じゃなくてこんにちはだよ。被三清大老板揍差评，哪有？没有，不是被揍。三清爸爸觉得我很用功吧？应该啦。你看我身上的壁咚都被带走了，对不对？然后反正我就是5000老师在我旁边用扇子啊、挥啊，然后可能就是用一些符啊，然后比一比什么，我不知道那些就是专业领域的东西。然后就跟我讲说，好，猪猪你这2天可能喉咙状况就会比较好了，对。然后一转过去，5000老师的脸非常非常的，我不知道该怎么讲。明明刚刚脸色很安详的，但是刚刚帮我做完法之后，那个脸色不晓得为什么，感觉他在冒冷汗。我就跟5000老师聊了一下，才知道说原来他是这一派的啦，就是他会把有一些信徒的病痛带来自己身上，然后再化掉。对，他之前还曾经画过癌症的病患的那些东西，哇靠，连这个都有办法画。他说那个超刺激的，整个身体完全没有办法动，这样。对，就是正好前一天，对，没有错，他啊，所以我是觉得说，我们下次如果你们谁要结婚啊，是办那个户外流水席或者是把费吼，你们可以邀请我过去啦。我可能没有办法那个真身出现在那边，但是我只要上去那个地方，很像就会放晴。好，你们那个谁可能已经要步入礼堂了就在准备可能想要把费的部分，但是很担心。好，就天公不作美，没问题，你直接把那个炸弹发过来给我。好，然后我那个时候可能出现在那附近，帮你们就把晴天娃娃挂上去的一个道理，这样。等一下，然后我追不到老天使，就那个蛮累的，很吃体力跟精神。对，所以就好了，就算是命理老师也分很多流派呢，我就觉得太感谢了。我原本想说，
谢谢武轩老师的心意，也谢谢板板的守护。然后那时候就觉得说蛮平常心的，就觉得如果最近又因为太累，然后还是感冒了，甚至声音又没了，我是觉得还蛮安详的啦，也不会去怪罪谁怎样。但很神奇的是，我回来高雄这2天，我声音完全没问题嘞，就它是完全退掉了，发炎的状况我是完全退掉，而且很神的是，我回来之后还有跟那个我们亲朋好友聚餐嘛，那亲朋好友有一些还在咳嗽哦，有一些是在我们那个室内的那个，有一些我们在吃一些什么川菜、台菜嘛，热炒，然后有一些是包厢式的嘛，亲家朋友的邻居啊，这边可能就是有一些像是朱氏家族的那种尾牙，就大家可能群聚在可能高雄的某间餐厅热炒店那个密闭式包厢，就是也是有1-2位长辈在咳嗽什么的，我的时光差嘛，还聊聊啊，就是武轩老师好不容易帮我把那个病痛收掉了，又来一个，但是今天还是没事就觉得这才是太过于悬了，对可能拿戒指帮你打击一下这样子，可是打下去我总是会有感觉吗？没有啊，把不好的气打掉也是有可能。大姐，你都身中3枪了，要不要帮你叫救护车？然后呢，被揍也是另类的缘分吧？对吧？都是无视掉，我也这么觉得神仙我已拿下，我知道是你的超，对啊，谢谢，让猪猪今天还可以安详的开个歌回，然后跟大家一起聊聊天对，然后刚好就是我们1月24号我们的浪薄荷的生日安详的抵达了，就是他的家是什么？龟能哥啦，也谢谢薄荷有分享那个龟能哥的运送的状况，还好，我只能说伟哉城墙那个手指饼干果然就是只有撞断1根而已，好险，其他都真的是平安无事的送到了薄荷手上。再次感谢我们福利熊4个月送暖，以及我们上下8个月的我们薄荷，对，希望这次生日你可以过得很开心。对，就是延续就是我们啪啪熊的意志，才想说做个城墙好了，感觉也比较坚固，果真坚固。对，而且我一直很担心那个薄荷他胃食道逆流有办法吃那些蛋糕吗？对，但还好他给我的反馈，我真的觉得好开心哦，就薄荷有分享给他家人吃，家人也都说很好吃我觉得好开心我最喜欢你们收到猪猪做的这些点心或者是料理，或者是在猎奇你们都跟我分享这些反馈，我都会觉得回馈我会觉得好开心哦。对，我就说吧，你们虽然说就是表面上都很坏，但是内心都很暖的，不是吗？就跟你们那个直率的个性一样暖。对谢谢大家，我们今年度的第1颗蛋糕安详安全的送出去了。对，欢迎大家如果对株式会社手制蛋糕有兴趣的话不管是想直接加绿券，还是说从您的年资或者是说刚好您的生日蛋糕快要领到了之类的都可以就是尽情的跟猪猪预约，好不好？对，真的不管是怎样都謝謝薄荷，謝謝帕董，謝謝你們一直以來黏在這裡。一山兩里拉下來 ，YF 先生一拉下來，您看到薄荷跟超級大夫他私訊我那個照片，那個奶油趴是有穿衣服的嗎？好甜蜜哦，哎呦！好啦，我還來不及跟大家打招呼，那我觉得再打招呼下去，可能又会掉入了就是砸的陷阱，对，所以我觉得我可能今天先唱歌，整箱凤梨糕可以不要不是，接下来我是准备要制作我们的凤梨香菜惊悚蛋糕，对。但是不需要到一整箱啦，对，我觉得大概1-2罐就够了而且我会诚意十足的放很多凤梨，对，既然我们趴董都诚意十足了，直接又投了1年迫害给我们这个团队，要好好的庆祝这个蛋糕，这个庆祝式的蛋糕我也会非常非常的不负众望，有不负众望吗？好，不负众望的加好加满这个凤梨的部分，然后盛豪会很久不见吗？我觉得最近应该有渐渐回归开台了。对，盛宏好，盛宏依旧没有被盗账号。对，好，他那边私藏的照片来分享一下啦。什么都不知道。
菜菜一拉下，好，谢谢。我看到菜菜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状况，果然依旧是没有被盗账号，我就放心了。对，8月1号先生他们真的很会玩，就跟你最近变坏了一样，想被断腿吗？而且有没有发现我消失了2天？就是其实 DC 我都有看啦，对啊，但是就是连续又进香了1-2天，你知道吗？对，我才觉得说我今天可能应该说喉咙状况是不可能这么快恢复啦，但是真的走完庙宇这些地方，很神奇的就是在今天我的喉咙居然是恢复了，都觉得不得不信这些东西耶，就很神奇。对，而且其实1月23号上去采访是到飞碟电台的部分嘛，然后那天其实也是临时要过去武清老师那边，因为我其实一直挂在心上了，想要过去武清老师那边一趟啊，只是因为好像听说武清老师那边离台北车站真的有一段路，所以我也就是不晓得说移动过去好不好，方不方便过去，对，所以就一直挂在心上，也在想说是不是23号有机会过去，对。那就是在好像出发的前2天，武清老师就主动问了，就说要过来一趟吗？如果要过来一趟的话，那大宝老师也可能可以跟娘娘一起过去。这么说来我就放心了，谢谢你们，谢谢大宝老师跟娘娘也一起过去。对，我就觉得那这样的话大家一起过去，然后也算是过去跟3000板板讲话，吸取一下非常非常正确的能量吗之类的。对，像娘娘就有过去打坐，然后吸取一些能量这样子。对，飞碟电台阿吹，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的那个飞碟电台。然后至于是什么节目呢，我们暂时还不能跟大家说，想要给大家一个惊喜，所以节目的部分请可能在2月中旬的时候才会公开。对，我们在飞碟电台有没有？然后这个是飞碟电台的吉祥物，对，是一个非常老字号的电台了。对，所以那天有特别留个纪念这样子。而且我那天其实有特别到草空间去把我们的漏坛带回来，在武清老师那边照个照。我真的觉得我们这次的漏坛真的好值得大家收藏，因为台湾的天气真的说变就变然后这个漏坛呢，大到我真的觉得你们真的赚到了，因为我一直想说它可能顶多像浴巾的 size 吧，就它是大到我整个拿不太住真的有没有看到超大？它已经大到就是其实我的身高是没有办法就是 hold 住它的，而且我们这个豚足鸡的 logo 非常的大。当初就麻烦伊藤先生说，请帮我印白色的，假装它是肉纹。对，就是它是 cosplay 肉纹这样子。对啊，我觉得有收藏这一项回馈品的你们真的很有眼光。好，对自己讲，这超有眼光的好不好？超赞的而且看到你们最近一拿到这些回馈品，都觉得太棒了，太棒了！我们真的在半年以内做了好多事情，而且哇，半年以内冲了这么多的活动，然后还赶紧把回馈品放到你们手上。对，其实我到现在还是会忙到，就是还是有那种我是谁我在哪的状况就是那个疲劳修复好像没这么快，对，但是心情就是一直都很踏实，可是就疲劳修复好像真的没这么快，对不过最近我觉得这1-2个礼拜有试着放慢脚步一下，我觉得高强度的忙碌可能在过年之后会渐渐的加速，但是在过年以前可能不太适合太高强度的忙碌，我在想，对，不然可能朱蒂卡可能燃烧到年终，然后就真的燃烧殆尽了。好啦，总之回馈品呢，已经收到的你们都好棒，然后好像最近伊藤先生那边也没有收到任何有推荐的通知啦，希望是真的没有被推荐，还是说有些还囤在那个邮局没有去领的都快点去关注一下你们家附近的邮局伊木拉妈妈，你今天被盗账号，伊木拉妈妈而且说到这个，猪猪这2天有委托伊木拉妈妈一个很神奇的东西，伊木拉妈妈已经很神速的花了5秒钟就产出了，谢谢伊木拉妈妈，不过是5秒伊木拉。你们可以期待一下，很好笑，超台的东西。还好你拜妞这边邮局有开半天
所以他把领到了，对不对？好，你们领到之后记得先检查一下里面有没有遗失的或者是瑕疵品，快点告诉我们，那我们伊藤先生可以马上为你们服务这样子。谢谢我丁爷应该也收到了，谢谢你们啊！叫错了吗？哎呦，我就说你们这群大弟弟，我今天要来天蓬元帅一下吼，就要天蓬元帅啊！怎么样唱都惩戒不到他哇呢，太专情了。你们好，我的超不愧是牛吗？你们都是大家的超，好不好？还有5秒钟啊，50分钟还差不多嘛。你看我们牛妈就说她很持久，好，对不起，我牛妈只是想说要不止5秒钟。这要问春玲姐姐，这要问春姐姐，对，春梨姐姐哈。好啦，好，我没有在讲奇怪的东西，就可以拉塞。而且为什么Joker是被欠薪啊？还好吗？要快点在过年之前把它讨回来吼。好 ，OK。然后最后啊，去问我老婆。好啦，真的好开心，现在喉咙状况还不错。然后最后跟你们讲一下23号那天晚餐，好好吃哦！谢谢大波老师，这个真的超好吃。可是因为我清淡饮食习惯了吼，所以我那天其实是边吃我的肠胃边滚，你知道吗？这是很正宗的湘菜，湘是那个一个水字旁，然后再加上相信的相。对，然后真的是很正宗，所以每一道基本上都是辣的，可是好好吃哦。好啦，左上的那个鸡不是辣的，但是它连右上的那个猪脚都是辣的，超级好吃哎！而且那个剁椒鱼头啊，左下角有没有？它那个鱼我们吃到一半吼，还可以放这些白面进去和哎，你知道那个白面吸了那个酸辣的那个汤汁，哦天啊，救命啊！喜欢吃辣的人真的可以吃上好几碗哎，可是它那个真的很辣，我真的没有办法吃太多。对，其实我吃到一半肠胃就在滚了。对，因为我清淡饮食习惯了，所以我觉得偶尔吃一下，哦，这真的不错呢。哦，好好吃哦。对，我谢谢 Double 老师。对，可以开始挑罐头咯。说不要啦，不要，我觉得我自己这边可以准备啦，我还买得起啦，5小时才满足。牛妈，你应该是每天都精尽人亡的状况哈，可以挑可乐就好。这边罐头就有罐头塔吗？喜欢罐头塔，赞。有啥给啥伊拉晒。然后这个之前我吃的清宫同一家吗？啊，不同家哦。之前那个就是你是说第2届金币奖，不同家，就大宝师都会带我们去采，就是好吃店家不一样的店家这样子。对啊，是我们西瓜老师来下来，我们西瓜老师来了。我看西瓜老师就想到我们的滴滴之歌混出了非常 international 的舞曲风格。我们再次感谢我们西瓜老师，那首歌让我在日本出差的当下，在日本的温泉饭店内牛满面啊！谢谢西瓜老师，刚下，这真是无辣不欢。对，每道菜就不知道跟你在辣什么，可是那个辣又真的很好吃，所以我其实那天只能浅尝。可是你浅尝又觉得好下饭，所以饭又一直爬，你知道吗？好好吃，我吃到一半的鱼。水水大哥，这个好可怕！我小时候听到这个鬼故事，我都不敢睡觉，你知道吗？好恐怖哎！我虽然你要水水大哥。然后依旧是我们非常专情的雅晨，我看到雅晨今天这个状况依旧是没有被盗账号，我非常的安详，非常的安心。好，就连小听也是非常的安详，非常的安心呢。感谢您各位高阶会员尊爵不凡的相挺，你们尊爵不凡的相挺依旧是非常非常的纯粹，依旧是非常非常的专情，好不好？对，那看到您各位非常尊爵不凡的这些专情以及相挺呢，让我想到了我们1月份的高阶回馈即将要在下个礼拜1或礼拜2制作，也就是在本周五的尾牙结束过后，我要来好好的统计一下，好不好？我们的血流成河究竟会血流成河到什么程度呢？而且这一趟上去草空间，猪猪不只拿肉味毛毯，我还非常
非常努力的补签名哦。补签什么东西呢？给大家看一下哦。补签名的部分就是有分享在 Twitter 啦。哦，在哪里？等一下，在这里。这个补签名的部分就是我们这次决定要纳入尾牙其中一个超大奖项，对，它真的很大，对，而且我这次的签名真的是非常非常之有诚意，来给大家看一下，签的很大，签的真的非常的大，给大家看一下。我自己看完之后是还蛮想搬回家的，因为我自己实际看这个立牌，它印的真的很漂亮哦。感谢寄图的阿欧帮助猪猪这一档期的很多事项。然后啊，有没有？我鸡皮干裂，我右边还多了一个都，这个基本上我可能搬不回家，太大了。但是我们已经确定要纳入我们本周五抽奖的尾牙，对不起，尾牙奖项之一的婆虾脆了对啊，抽到的齁，你们有权利决定是不是要身兼主委把它捐出来，因为有些人家里不适合放这么大的东西，或者是不方便搬回家，你们可以选择要不要捐出来，是无所谓的，是可以捐的齁。然后捐出来之后，我们就可以无限轮回，看到底谁抽到谁要搬回家。对，因为这个部分，这个大型立牌的部分可能会形成了一个就是一瞬间就被搬走。要不然就有第二个就是状况，可能就是无限轮回，没有人要搬走它，因为太大了。一生一拉塞啊，这不是我们瑞恒经理吗？我们最崇高的瑞恒经理啊。对，那总之呢，不管你喜不喜欢这个立牌，我们除了这个大型立牌之外，还有其他的奖项啊，是血流成河，就要让我看到血流成河，知道没有？嘿，一血很可爱吗？刚问刚下楼啦哈，然后接下来把这个放到这边，好。是不是我鸡皮盖裂的这个签图，而且我这个笔还是全新的油漆笔啊！吴昕老师的珠报刚写完计划书，结果写完计划书就有 Word 当掉下弄吃咖喱，是不是？没有关系，吴昕老师以你的速度，大概5秒钟又可以产出一份了，好吗？对，你们都是我的神人，好不好？都是企划神人或者绘图美工神人。吴昕老师，你那天没有一起来吃这一顿啊？这么喜欢这些辣味调味的你，我们期待下次还有机会再一起群聚这一家，真的很好吃。我鸡皮疙瘩第一眼就说这个，他在说我们这不是啦，没有啦，没有啦，牛吧？不是，你听我说，不是，都印得很漂亮，好吗？都印得很漂亮。你们印得绝对漂亮，是因为那个时候你们帮我印的是那个3.0猪猪，有没有？然后因为3.0猪猪的用色就是比较粉嫩系，对，我就觉得说这个东西不管怎么印，绝对不可能不漂亮啦，真的。对，但是在3D 神官帽的造型的状况，因为比较多暗色系的部分，然后又有一些比较跳痛的一些金光相向的那个神官，我其实很担心说印出来不知道怎么样。对，就实际看了一下，好险还不错呢。就好像还可以看，太好了，而且甚至是我自己有点想搬回家，我其实认真有点想搬回家，可是我想了一下，真的还是没办法，算了，拿来抽奖好了。最后 SGS 认证标章，对，非常的安全安心，欢迎大家抽中的搬回家。静香美如都发了。很神奇耶！我前2天就是跑那个嘉义的虎岩那边，然后接下来又是那个北港五财神武德宫那边，很神奇都有遇到发炉，对，而且那个发炉就是那边有很多小炉嘛，大炉跟小炉，就是各种发炉就是大炉小炉，就是经过都看到，或者是我拜完之后后面就突然发炉，对但是我就把它当成是巧合啦，因为毕竟信众很多，然后搞不好其中有一些信众非常的怎么样，气场很强啊什么之类的。我要给大家看有诚意的签名哦，首先摆上自己对，没有错，非常的诚意。这个注册聊到婢女吗？我觉得没有不行，但是我觉得我可能会被不行我觉得会被信众倒赞他们会觉得说我凭什么？对不起，我凭什么？我还是走好了。有加香菜，要加爆香菜，要去当成神尊去各家作证吗？好，也是可能哦。
然后签名好美吗？小天，那就是祝福有抽到的要把它搬回家，因为它很大。我想之前我鼻梁力被粉丝分解，我跟你讲，瑞恒我们家也有，对，而且我们家的分解是交由本频道非常非常厉害的，我们广式饮茶烧腊集团小开，我们的广印阿印师亲手替我肢解，他肢解之漂亮的，他并不是随便肢解，他是透过我们立牌上面的各种纹路做肢解，肢解的很漂亮，我觉得那是绝无仅有的东西了，一辈子只能拥有一次，对，而且因为我觉得阿印师在这部分真的很专业，他非常的专业，他不能允许猪猪的立牌肢解是随便乱七八糟肢解，所以他那天肢解了很久，对，所以我真的觉得很感谢，然后也觉得蛮舍不得的，所以我这次并没有特别肢解他，对，我觉得阿印师的手就要废掉了。所以那天我就是记在心里面，我真的觉得感受到满满的爱，他就是没有办法随便肢解的那个心意，我真的觉得放在心上，我真的觉得好感谢。然后我又追不到聊天室了，等一下，我每次都要Ctrl加S。刚刚把什么绿色乖乖嘛，绿色乖乖，那下次我再多买几包给你啊，对不对？然后乖乖是无辜的，我们可以多买几包。哦，绿色靠得住你，各位男士们也很好用啦，你们可以就是放在那边一阵子，然后期限快到了再分送给你们亲友，女性亲友，这样赶紧补上来得及吗？哎，补什么东西？小天补什么东西？然后补什么精气神？不是例行，然后死了，还是电脑跑不动啊？好像电脑太糙了，可能一边赶图，然后又一边用那个 Word 什么之类的吗？精明没有。好，我允许你们抽中，如果搬回家的，你们自己在上面加草字头可以。我们允许就是这次的中奖人可以上面加个草字头，有没有发现我的名上面有一些空间？可以，我允许就是中奖人。好，这个就是官方允许的，你们上面加草字头，我不会怎么样，我只会臭爆你而已。星辰已拿下，是不是瑞和？我记忆概念，公益的每一刀都有，没有错，有艺术家使用。画笔一样，不愧是大师级广式饮茶大厨，而且他们家已经扩展第2间饭店了，好羡慕，好想去吃哦，真的是超级羡慕的。而且那个刀工那个手法，我寄出去的当下，其实我很舍不得，我想留一只500块的后腿给我自己。我真的觉得我们那一次7倍裁切那一次，你们就是很好玩又很好笑嘛，就是那个。价差很奇怪，价差非常非常大，有没有？就超好笑的，那个还蛮有效果的。其实我那时候看到阿义师那些肢解回来的东西，我超感动，因为感觉出来是他真的是很用心在肢解，所以才肢解了这么久，所以我就放在心上。我觉得实在是太麻烦他了。以后如果真的还要这种什么7倍几倍的这些肢解，我觉得我可能还是必须要付出一些酬劳给阿义师了。我们厨师下厨哪有不给酬劳的，对不对？是不是？有时候不知道跑动真的是运气，的确是呢。君维伊拉塞 FF46 有摊位吗？没有摊位，没有，谢谢。为什么都会开这个 CP？ 对，真的，水灵宝贝右后腿500块，谢谢你各位右后腿500块。然后 ZWL 伊拉塞，这阿英师不在拼命造谣吗？一定要的啊！我们最伟大的阿英师，对。他的刀工手法犹如艺术家一般画下去，我们身旁不晓得为什么那个肉都会长出花，都会生根，都会生草。哎，不对，趁阿英师不在，努力造谣。这道菜好吃。其实阿英师的刀工这么漂亮，我是觉得之后我们的。4.0 啦，新一装出来之后，一定可能会有一些节日、节庆立牌的这个状况下，如果再做出来的话，那我觉得大家如果还想再玩肢解的这个的话，我觉得一样，我们就聘请我们的米其林5星大厨开始造谣，米其林3星大厨阿义师集团主厨阿义师，对，然后我觉得这个可以。当成一个企划，然后就可能有一些酬劳就麻烦阿英师收下，对，然后再让他帮我们非常完美的肢解之后，我们再来看我们的那个7倍竞标的猪肉，就是可能在后颈肉、猪夹心，然后老鼠肉，或者是猪脚部分，或者是猪头皮的部分，
那次这样子玩还蛮好玩的，所以我觉得在4.0之后，我们又有一个立牌出来之后，又可以稍微再规划一下，对，才不会让阿医师切的这么辛苦又没酬劳这样子。对，这东西好想吃，卫士好吃，然后什么造谣不太清楚。为什么我的右后腿比对？为什么左后腿比右后腿还贵？右后腿错了吗？那真的很好笑，你知道吗？不要啊！阿医师，谢谢你，阿医师这次帮我们就是加码的那个画那个铁那好漂亮，谢谢阿医师。那个铁那个画，谢谢。我们这次株式会社的尾牙很精彩，对，龙飞一拉下。老婆的人丘团圆，人丘团圆吗？什么人丘团圆？什么东西？人丘团圆？什么东西？我记忆性不好，什么东西？完蛋了！我是有什么东西没有给雅晨吗？什么东西？我只记得雅晨这边有欠一颗周岁蛋糕，还有什么？有吃烤鸭，主厨在旁边切烤的感觉，没有错。阿医师生而为米其林3星还是4星？对，米其林血腥的腥，身为米其林3星4星的主厨，直接在顾客旁边切烤鸭也是非常非常合理的事情，没有错。这恰有趣了，聘请5星对米其林主厨亲自操刀，有请阿医师。周秋、雪晨、人秋的那个吗？所以说应该还是囤在我抽屉里面。好 ，OK， 谢谢你的提醒。那还好我搬家没有搬不见哎。好，我应该是放在我的抽屉里面。我这2天把它翻出来，然后快点再寄给雅晨。好，辛苦你了，谢谢你的人秋提醒，好不好？我以为是什么人中，什么人中之龙，米其林3C 主持，为什么是3C？人家用3C 就可以料理，是这个意思吗？之后请到阿医师之后录一下，他很认真的跟你讲说呢，我跟你讲就是要这么北蓝，就是要这么好笑，你知道吗？就请我们那个米其林3星血腥的星主厨阿医师去分析说，好，目前这个右后腿、左后腿，目前这个猪夹肉或者是肚子的五花肉，这些部分我们该要怎么料理？就是讲干话，就对着我立牌讲干话，超好笑。好的，对不起，你们不要骗我聊天。已经1点29分了，我为什么还在聊天？我们唱歌不好吗？我们好好唱歌吧，好不好？唱歌很好的，让我们好好唱歌。快点！我只要把我麦克风拿起来，把 B 圈关掉，然后再把 Echo 开起来。好，就没有人可以阻止我了。好，谢谢大家，谢谢，好好玩哦。我的麦克风怎么没有拿起来？我的麦克风呢？有了。想说奇怪，我的麦克风怎么不见？好，快点，我们只要来唱歌就好了。不好，继续炸弹。不是啊，F 先生，我们就是可能要砸也要歌嘛，对不对？聊天，水灵宝贝，你学坏了。其实歌砸也很正常。我砸完了，我觉得我要回归唱歌了，符合本台传统嘛，衣衫褴褛。所以聊得开不开心嘛？我说我聊很开心，超开心的。谢谢猪猪，可以啦。我趁没有感冒的时候，快点来唱歌，之后感冒再来聊天啦。对，出一点事情吗？好，身后一对拉塞，路上小心。要唱歌，哇，好勤了，牛吗？我不管，我就是要唱，不喜欢跟我联系。你们好勤了。各位观众有福了，这个地牌在尾牙抽奖抽奖168，对，人人有机会，1月30欢迎来抽，好不好？1月30聊天。哇，你怎么跟着他们在聊？不是在聊天，不是，大娃，你那眼神怎么回事？好，周杰伦很帅，对，好，我们快唱歌。有啦，等一下会再聊啦，等一下会再聊。我们现在趁我们那个喉咙状况还不算太不好的状况，快点先唱几首歌嘛。
然后就对，免得之后没得唱了，免得之后真的感冒吹了气，真的没得唱了吼。好，等一下，好，而且我跟你们讲，我周表做到一半。然后总之这一周有一些重点的一些活动啦，比较重点系的就是明天是我们绕口令8期，好，那明天基本上我觉得就抖内随喜，对，抖内随喜，然后就是我就看着那个大家的抖内，不管要抖哪里都可以，对，抖内随喜的状况下，我就念大家的绕口令，台语国语都好，但是我真的英文没办法，英文就这样哒哒哒哒对，就这样过去。就这样子，然后一下有关回放，一下今天介绍，好不行了。8月1号先生，我今天有关回放，我今天顶着3.0的脸，然后精明干练了，对不对？回音开了也是可以开这里。瑞和精灵，你怎么变得这么坏？你已经摸透了本频道的一个风格了，怎么会透析成这样？你透析了，给我个理由忘记。我们先从这首歌开始。好啦，会啦，我们还是会回归讲干话嘛，对不对？我们在讲干话以前先唱几首歌，我们先歌过去齁。趁感冒之前，能唱几首就唱几首齁。谢谢雅晨，欢迎随时回暖哦，赞哦！什么割草啊？等一下啦，都趴趴熊啦！再次啦，不公平啦！不公平啦，都趴趴熊啦！好了，给你们歌都给你们歌，给你们收歌，都这样。雨都停了，这片天为什么呢？我还记得你说我们要快乐，深夜里的脚步声总是刺耳，害怕寂寞，就让缓缓的城市陪我关灯。只是哪怕周围再多人，感觉还是一个人。每当我笑了，心却狠狠地哭着。给我一个理由忘记那么爱我的你，给我一个理由放弃当时做的决定。有些爱越想抽离，却越更清晰，而最痛的距离是你不在身边，却在我的心里。当我走在去过的每个地方，总会听到你那最自由的笑啊。当我回到一个人住的地方，最怕看到冬天你最爱穿的那件外套。只是哪怕周围再多人，感觉还是一个人。每当我笑了，心却狠狠地哭着。给我一个理由忘记那么爱
息。当时做的决定，有些爱越想抽离，却越更清晰。而最痛的距离，是你不在身边，却在我的心里。我找不到理由忘记大雨里的别离，我找不到理由放弃我的你的决心。有些爱越想抽离，却越更清晰。而最痛的距离，是你不在身边，却在我的心里。我想你。谢谢降落，我现在看到是破西的降落吧？伊拉塞，自己破，我没有，我是被影响了，然后我要被自动播放强迫了。好啦，夢であるように，既然你要我唱，我就唱。夢であるように。答えが見つからないもどかしさでいつからか空回りしていた違う誰かのところに行く君を責められるはずもない。なんとなく気づいていた君の迷い。夢であるように何度も願ったよ。うつむいたままささやいた言葉、悲しく繰り返す激しい雨に僕の弱い心は強く垂れ、すべての罪を流して欲しかった。快叫了，谢谢波西，吃午餐配迪卡，这真正是就会删掉了。谢谢降落，感谢。期待と不安が降り注ぐこの街で、僕は道を探して、君は隣で実を見てくれてたね。柔らかな感じながら歩けるような恋だった。夢であるように瞳を閉じて、あの日を思う。風に抱かれて笑っていた二人、そして朝日が差す頃、僕の腕の中眠る君の優しい幻を見ていたい。那个啊，不用这么强调。第二伊拉塞，然后小环妹伊拉塞，开台50分钟第一首歌吧。我原本是预计开台1小时才第一首歌的吼。然后这位是诚意八神光，然后内部上伊拉塞，谢谢降落猪猪频道。
夢であるように心の奥で永遠に輝け君との日々はありのままの僕だったいつか描いた明日へもう一度歩き出そうたとえ全てを失っても何かが生まれると信じてきっと二人の出会いも問いの奇跡だったから有点西瓜老师也在啊！这实在是太不上道了，怎么会突然小翻了一下呢？这个是自动播放，是可以这样子弄人家的吗？可以这样子一弄再弄的吗？哈，是可以这样子一弄没有的，不是，没有要唱这首。前两天为什么？等一下，为什么你电量不足？为什么你会电量不足？你不是插着电吗？而且我觉得我这句话好像之前在那个投递班车讲的那个面补已经有讲过，对不对？那个好，他现在应该又在充电了。你乖乖充电。好，时空幻境，超级经典的代表曲《夢であるように》。我喝口水。好，我记得这首歌好像只要有电玩展，我都会稍微拿出来炸一下大家的回忆。对，好了，不要再啊，全部都在啊。立轩，我不要踹你。断りますね。断ります。瘦子，好，谢谢水灵宝贝。啊，你好，这位是洛佩吗？你好，唱的好好听吗？啊，谢谢洛佩，好开心，也谢谢洛佩来到猪猪的频道，感谢你。不嫌弃的话，猪猪通常都是在平常日开台，因为我见红就休，然后晚上基本上也不怎么开台。对，然后很开心，洛佩今天可以过来猪猪这边玩，不嫌弃的话，收下这个。これ開ける，我们又大又亮的扳手，请收收。而且今天好像都有听到一些那个麦克风杂讯，不好意思，我调整一下。怎么被拒绝的时候很怪怪的哦？立轩一直都怪怪的，一直都怪怪的呢。好，来，接下来我们来复习一下有一阵子没唱的这首歌。最近猪猪一直在练习轻轻唱，轻轻唱，轻轻唱，轻轻唱。然后咯，也一个好耍，啊个当哥哥，然后声送给大家。哦，不客气，谢谢洛佩过来哦。落雨声若亲像一条歌，谁知影阮我头毋敢听，异乡的我一个人去为寒，寂寞的雨声对阮心肝。人孤单，像电视的鸟只，飞袂行，敢讲是阮的命。故乡的山，永
永远拢徛伫遐，阮的心情只有讲予山来听。来到故乡的海花，景色永远拢总无变化。当初离开是为啥？你若问阮，阮心肝着疼。你若要有好时段，不免等予行。世间有阿母惜的囡仔，上好命。唔通担心讲要来吃阿母大，阿母啊已经无伫遐。有的，丝瓜老师，我的 reverb 非常的小，小小的，被嫌弃也这么开心是吗？啊，不会伊拉塞，对，非常遵守劳基法的朱迪卡，对我们见红就休，我们朝九晚五，遵守劳基法，我们拥有健康的好身体。哦，人孤单像断时的鸟只。飞袂行，讲讲是阮的命。故乡的山，永远拢徛伫遐。阮的心情只有讲予山来听。来到故乡的海花。景色永远拢总无变化。当初离开是为啥？你若问阮，阮心肝着疼。你若要有好时段，不免等予行。世间有阿母惜的囡仔，上好命。出社会走，总要甲人拼输赢。为着啥，家己不知影。你若要有好时段，不免等予行。世间有阿母惜的囡仔，上好命。唔通担心讲要来吃阿母大，阿母啊已经无伫遐。哭出声无人惜。命命，好，这是落雨声呢。家里有妈妈的你们是很幸福的。虽然说我又被自动播放投入 Mason 的怀抱了。好，这个自动播放我可以，这个自动播放来，很知道我要什么。刚刚是我们台语天后，我们江蕙二姐的落雨声。接下来我们跳到坏的好人，我的妹。然后我刚歌单有没有换啊？红灯黄昏啊！等一下啦，来不及。哎，我的落雨声刚有没有放上去？哎，我的落雨声哦有放哎，哦好，我以为没有放。坏的好人先那个一下啦，好啦，我给你坏的好人，坏的好人可以来了。那个每次都跳得措手不及。再一次，哦，致命干练。而且今天歌会，接下来我们专辑的歌曲也会一一唱出来哈。我们先来暖嗓一下。
跳到了我的妹，一定要唱唱的。红灯黄昏狂奔，不顾舆论，绝不能让心爱的他受冷。不分缘分名称，怕会尘封悲疼。皮肤割开的灵魂，我的青春不否认。有些寂寞当夜，不缺他一个吻。才刚停顿，才转身，已从他怀里这里流浪，直到清晨。相爱的生存，把分手当真，拥抱我有过的疤痕。谁的心不破损，不曾受困，感动的心存就足以当真。生命一生不多等全，我愿意再等等坏的好人。哦，好棒哦！我觉得之前有一些不会唱的歌，很像最近都有办法唱好棒的感觉。情深铃声，人生难再相声，心我疼，连问候都太残忍。情深成恨成真，谁笑我笨？那你们此生没见泪沸腾，两人陌生的体温，不过在残破里想凑个完整，想要满含比秒针，能快转让我明白，等待是个过程。相爱的心存，把分手当真，拥抱我有过的疤痕。谁的心不破损，不曾受困，感动的心存就足以当真。生命一生不多等全，我愿意再等等坏的好人。有过的疤痕，谁的心不破损，不曾受困。一步多等全，我愿意再等等坏的好人。哦，谢谢肉配，谢谢。肉猴虾来一盘吗？肉猴虾，看起来就好吃哎。没错，他娃一听就知道哎。相爱的心存，把分手当真，拥抱我有过的疤痕。谁的心不破损，不曾受困，感动的心存就足以当真。生命一生不多等全，我愿意再等等坏的好人。有过的疤痕，谁的心不破损，不曾受困。一步多等全，我愿意再
的好人。好，坏的好人，炸出了好多痰，喝口水。哦，好，我们要唱《尘埃》，下一首是《尘埃》，可是应该不会唱这首歌。修一下，修一下，自动播放不让我休息。好，是我最喜欢的May的《坏的好人》，推荐给大家。太棒了！不晓得是不是这个方法让我现在好像有一些以前觉得不太会唱的歌，很像稍微比较有办法知道怎么唱了，不知道该怎么说明就唱吧。满天回绿自有悲哀咯。这首歌也不好唱有了好，送给大家哈。下晡一个人踮厝内蛋怎么有夏子的声音？不对，好，这个才对，错了，不好意思，刚刚那个是原音伴唱呢。我们再一次，错了啦，殴打，是我擅长的，小吴先生。下晡一个人踮厝内，西北雨阿东窗我的伞，外口的人也袂转来，戆戆咧等，戆戆也一支雨伞，为你规若摆困袂去，全世界找袂着你的形影，凡世会当甲你放下，其实路命换来拢无要无紧。对。我那天小胡先生点播了这首歌，我还叫他小胡先生，完全不知道是非常知名的叔叔。小胡先生，哎呦，踮这几暝较电话响起，我踮这等待拍无去的人，听厝内的声，声声伫咧哭，我洗来洗去，思念火烧房间，袂开的花无要转来的。美丽的你，也想着伊当时也管你的记忆，路边的话，满街落雨纷飞，时代在变，我孤单我一个人，满天不捌，手内啥物拢无，只剩我要予你的爱，有花有目的人啊。煞会路不明。对，如果是图奇开台的话，直接是爆破再爆破但是那天其实小吴先生已经帮我把流量，就是有抓了几百个过来了，好厉害哦，好神奇哦。对不起，我觉得我这麦克风好像一直沙沙沙，不知道为什么，沙沙给哟，沙沙给哟，这样子吗？调整一下。好，这样看有比较好一点。压你的记忆也藏伫我的心内，听你的白白也惊你要惊的刀风吹来花，路途点只知求祈求，南无观世音菩萨那尊公。你选着一出比叫你讲的看，搁刷落来头前迄撮歹行的路，梦中的我，看你斗换行，牵你的梦，有一天咱做伙返去迄个所在，我点起的爱，甲你点起的心，是这黑暗时代，是有缘无分，写袂了的批，甲讲袂
的话，引开袂完的情，看人去流空，雨微微的落，天微微的光，歌你微微的笑，后世人再会。突击是直接超过2成，的确。好了，等一下啦，他答应吧，我会唱啦，等我一下，等一下啦。他今天都跳我会唱的歌呢。好，我追一下聊天室，可能是线路问题吗？奇怪，今天怎么都会让大家听到那个啪啪啪的声音？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子？你们是想打屁屁吗？你看又啪了，不可以这样子，这样子大家听到不舒服呢。啪啪啪的声音，对不对？突击是直接超过2成的空降，对，那个盛况空前。我觉得最好笑的是那时候不知道，我就想说哦，小吴先生怎么这么客气，还花了500块点播。但是那天我们是烈酒女团嘛，我印象很深刻，我还很礼貌跟小吴先生讲说，哇，谢谢你的点播，但是因为今天是烈酒女团，可能暂时不方便点歌，可是之后我们唱到最后，搞不好有机会哦。对，然后他还很有礼貌说，哦，没关系哦。他的观众一定觉得我超疯的，怎么会不认识小吴先生？真的啦，因为我平常真的没有什么时间低台，或者是跟很多 V 鹏鹏或者实况主交际应酬，所以其实很多非常厉害的实况主或者是 V 鹏鹏们，我也都是透过观众，或者是可能打宝师那天还有吴昕有在线上帮我，就是安道喝水，就是有说哦。那个叔叔你好，我才知道说是叔叔怎么是叔叔？我叫这小吴先生。哦，猜哦，他是每天都想被打屁屁。他边缘人如我，被爆破了还不知道，还叫人家小吴先生。然后，可是这位小吴先生，这位叔叔他真的不 care 他真的好亲民哦。好啦，就觉得自己超强的，这样叫小吴先生。夜夜伊拉塞，好啦，自动播放帮你们选了这首歌。哎呦，他一直嗲嗲嗲，我不喜欢。我觉得我想要把有些东西先关掉，不然他这样一直嗲嗲嗲，他这样不乖，这样子不乖，我给他打屁屁了。就想说你们这样子收听的那个品质不是那么好，这个也关掉。然后，我做到一半的周表先关掉好了。可能有一些太多程式在跑，我在想。好，ただいま行きましょう。ただいま。看一下。好，怎么讲到打屁屁？为什么他娃跟薄荷这么开心？你们真的好奇怪。好，我们先来ただいま一下。哦，好怀念这首歌哦。各种怀念。運命につねられた赤い目の私がいて眺めてる風景がいつか同じになれたら別々の電線で二人して口をつぐみ何十と捧げる勇気であなたに最後は帰る場所を見つけたくてためらわずにだだらだろうないものねたる子供のようにただ今を早く伝えたいただいまおかえりなさい少しだけ後ろ髪
惹かれてる幼き夢いつかって置いておいてするあなたの優しさ帰る場所を見つけたくて自分の真ん中でささやくないものねたる子供だからただ今も早く伝えたい好久没唱这首歌了啊！是那比耶，是那比，那比来了，等一下来75C一下，有时候看到那比都想要75C，谢谢那比过来。なくしたって変わったって思いともにいかなくてもないものねたるどのあなたも好きで好きで好きでたまには叱って帰る場所を見つけたからあの時の私許してないものねたる子供のようにただ今も早く伝えたいただ今をうまく伝えたい哦耶，这首是迪卡先拜嘛？哦，好客气哦，那比讲，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不生气。那比哦，他真的是一个，在他身上可以感受到热血，就是非常非常热血，非常非常阳光啊，要变日晒猪了之类的感觉，是不是常有人这么说？就真的是花火みたいな感じ，花火みたいな感じ，对有呢。哎，等一下，不是。你转这首歌，给我点时间，等一下。我今天最近歌回都无限被那个自动播放玩弄呢，就自动播放一直要玩弄我这样。你们听得出来下一首歌它自动播放推荐给我什么吗？啊，应该如果是那个年代的仔仔们，应该是还蛮容易认出来这首歌的。哦，好，这个难唱哎，我在考虑要不要唱一下。它又是什么东西？它又，好，也不是不能唱啦，但是可能会翻车。好，雨天也大赛，好啦，我准备好。有没有？不好唱，反正试看看好了。来吧，来吧。夢の国を探す君の名を誰もが心に刻むまで悲しみのに越えた微笑みに君を信じていいですか啊，这是西迪，打哟，西迪好可爱。唱了这首歌，我要追一下聊天室。終わりがなくて見つけられなくて迷ったりしなけれど気づいたこと失ったものいつかの輝きに変えて後悔に決して負けな翼がきっとあるから
君とならどこでも行ける気がする夢の国を探す君の名を誰もが心に刻むまで悲しみのに越えた微笑みに君を信じていいですが一人ぼっちじゃ生きてゆけないってあの時教えてくれた近くにあっても気づかずにいた本当のに大切なことこの空の果てに何かとなってもきっと大丈夫その瞳に映る未来感じてるから夢の国を探す君の名を誰もが心に刻むまで偶然じゃない運命の中で君の奇跡を信じてる夢の楽園を探しながら走る君を見つめていたい誇り高く汚れを知らない君を信じていいですが没错，《封神演义》这边是凯燕吗？伊拉塞。夢の国を探す君の名を誰もが心に刻むまで悲しみのに越えた微笑みに君を信じていいですが夢の楽園を探しながら走る君を見つめていたい誇り高く汚れを知らない君を信じていいですが好像要结束了吧对悲しみのに越えた微笑みに它就是一直反复啊夢の楽園を探しながら見つめていたい誇り高く汚れを知らない努鲁米哪来的努鲁米啦你说到努鲁米我都会想到那个许孝顺呢刚刚 Nabi 讲的西底我会让我想到许孝顺呢哦好复古哦好爱精明干练啦好我不要再任由那个自动播放摆布了来我要做我自己的主人我要做就比的主人刷落来咱来唱啊等一下我觉得我又被追杀了等一下伊藤先生对不起等一下哦等一下你们记不记得我们就是在募资的最后一里路的时候我们有办那个募资品抽奖然后伊藤先生已经上个礼拜就准备好了他说哦猪猪你那个中奖资料给我一下哦我说哦好等我一下然后等我一下好我又消失了又去忙了然后上个礼拜五又催一下猪猪我那个我们今天准备好随时可以出货咯就好对然后又好等我一下好我又消失了大大妈有理我又被催了等一下我又被催住了啊！伊藤先生，对不起。好，我现在先安详的开台，对我先安详的开台。会飞碟的鲁鲁米，好四不像，没有错，好怀念哦，真的。然后妲己好正，还以为是想到什么快龙吗？就对啊，鲁鲁米没错，对那个年代的歌都会见蛋呢。好，先忙工作。我们来丢逼起来，我们来。把我们的专辑的歌曲都
再一一唱过来练习，再练习，把它变成肌肉记忆的部分呢。专辑出了，但是有些东西是比较速成的部分，我们需要靠一些时间把它变成肌肉记忆。我们一样哈，我先从比较抒情的歌曲开始。Murasaki， 我们先从紫开始吧。好，我换一下歌单。然后我们的第二台语专辑已经在去年的12月24号轰动就起咯，数位版呐，我们实体版发行基本上会在今年的4、5月后，欢迎大家各大串流平台给它无限循环播放下去后，刚温刚下都的。犹原是满山的歌梦，山已经看袂着你远去的形影。时间跟你行到我一个人在这，笑笑的苍穹渐渐红。那亲像过往咱的红灯小塔，一小灯头长轻轻在风中飘散。爱永远做伙，彼当时袂负讲相识。对你的感情要是藏心肝底，莫搁试白。花莲去，若像咱的爱情，过往的回忆，对雨水来离开。今摆的我，只是你的过去，就到这为止，咱两人袂搁再相见，相见。浅色的天光渐渐红，若亲像彼时咱双手相人，一小灯头长吊伫旧梦中流芳。对你真歹势，今仔我已经无机会，永摆的感情要是藏心肝底，莫搁怨嗟。花若离去，亲像咱的感情，过往的回忆，对落水来消失。今摆的我，只是你的过去，就到这为止，咱两人就到这为止。少年爱情，恐惊等后世纪，我头才看见，春花开满山间。今摆的你，早就已经离开，煞不知安怎放弃我单纯的心意，心意。花莲去，
去，亲像咱的爱情过往的回忆，对雨水来离开，今晡的我只是你的过去，就到这为止，咱两人袂搁再相遇，咱的暂停已经过千万年，额头才看见，春花开满山间，一声的你早就已经离开，未完的歌词，散落做来散的回音，我的爱情袂搁散去。我网上追聊天室才发现他娃在那边乱，其实我是彩彩啦，好，对，我们他娃皮起来也是很皮的。然后福利小说不确定叔叔合作的剪辑师会不会剪？好剪，拜托剪出来，拜托剪，我想看。生日伊拉塞，然后啊，谢谢娜比，娜比有娜比有时候他都听完了，我好开心。对，就是我在娜比那边接收到了非常非常热情的回馈，谢谢娜比喜欢我们的专辑，我也好开心。谢谢你们的打 call、塔瓦、梅夫桑、水晶宝贝、8月1号先生、神宇，还有财鼠、新秀2、爱看戏的灵体啊，三哥出海呢！三哥刚下列金金芦笋汁，我现在还没开箱。三哥这次要送给大家的版本好像有稍微不一样，我待会来开箱一下，看说是不是又变得更加调皮了。我们这次尾牙，你们大家有福喽，双倍幸福。对，就是中奖的朋友，你们的包裹里面会再多一罐金金芦笋汁哦。哦，猜出伊拉塞，然后陈伊拉塞，欢迎来到猪猪频道。一璇说好听吗？我在娘娘出品，绝对好听，不累好小，请大家无限循环，很重要。三哥，你笑得好贼呀、三哥，你笑得好贼呀、好，谢谢来自于我们这张 DV 台语专辑《紫色的紫》，好不好 ？Murasaki 萨鲁代依旧继续挑战，我公认这张专辑的魔王歌曲 N3 呢，来。我怎么唱没办法唱好，那我就唱到好，要花半年也好，1年也好，老娘就是把你唱到好，就只能这样嘞。我是一个非常土法炼钢的人，对，就是土法炼钢，就只能一直唱，一直唱，一直唱。他娃的号有时候会被草草给盗走吗？不一定啊，搞不好他们同居多年，一直没有让我们知道，开始造谣。谢谢赛哥，那我这2天先开箱，先惊喜一下自己，然后等到我要抽奖前后再来惊喜一下各位。他娃的号有时候会就变得，到底有没有这么多他娃？我们年资第一大佬很喜欢用第3人称来跟大家玩呢。汉地伊拉塞啊，谢谢大家迎来了这非常悠闲的下午。我相信你各位对于 NC 这个台湾最美的花朵，应该都是抱持着非常喜爱的态度。来，下一首歌，我们让 NC 来渲染一下我们频道的气氛吧。好难唱，我就唱到好为止。春草犹青，冬雪再冷无了时。你的脚步行头前，看袂着我黯淡的表情。黄昏的红光照雨顶，灶脚的花粉透天顶。
有关系的起伫，你爱现水脚影把边，切一半我的情意，搁是我的痴心。三滴苦强砸挂到人生，吞你去定来不回顶，望你真正了解我的心意，我也甲伊这拢交予你，抽针时遐火气，空汗滚才这呢，心酸已经走未去，一顿饭吃完咱就来相识，我已经有勇气放你离开，做对明添我甜，不愿再甜，万分稀微是最后的滋味。没有错，比照我们高阶会员回馈，水灵宝贝可以，5星也是可以，5星那是会使的哦。月娘的清光照窗边，饭菜的油香拖家饲，有关系放袂记，你对我的海誓山盟。当你会当了解我的心意，我也甲伊这拢交予你，抽针时遐火气，空汗滚才这呢，心酸已经走未去，一杯酒饮了，咱就来相识，我已经决定莫甲你拖累，这晚平淡天开，过摆藏伫饭顶，又可是无眠的暗暝。感谢燃烧神教，又想干嘛？发发喜欢想干嘛啊？想干嘛？若未来你搁再回头想起，我想要做你我来的缘水，微微的香味，将你听入心，加添你生的气味，以后咱人袂搁再斗阵，请你一定爱照顾你家己。予咱天较细腻，唔通搁伤悲。真心就愿是最后的最记。香菜不是有花吗？香菜很美的，香菜很美。我觉得应该搞不到我吧，因为你看啊，水灵是我的友军啊，我钱老师不当我的友军不行啊，他会被弄死。吴昕老师也是我的友军啊，怎么样都是我的友军嘛，是不是？评审、裁判、球队都是我的人，要怎么弄我？是不是？是不是？啊，咬我啊！啊！喝口水，谢谢大家。三哥说香菜有花，我记得是有花的，很漂亮。然后感谢燃烧神教先生加入第6个月猪仔专员，看到了燃烧神教先生，请问你已经收到你的募资回馈品了吗？各位专情的我们DB募资大佬们，相信大家应该都收到了，如果没收到的话，快联络一下邮局，被退回了很麻烦的哦。是不是水灵宝贝？有没有一种可能，有机需要陪你一起吃？
不是啊，我是不，我不是只负责寄出去而已吗？我不是通常都只负责寄出去吗？对啊，陈，感谢加入1个月的猪仔专员。大家知道如果把钢架横放着会变成什么吗？干甲怀，好哦，干甲怀，喝哦，好哦，谢谢陈，谢谢，还好我还看得懂，喝哦，刚闻刚甲都啦吼，放在家里的吗？好，香菜开花基本上都是要留种子，其实香菜花你们去找一下是有的，只是通常我们在市面上看到的都是香菜，对，可是如果是友军指定的料理，那也是他们自己选的很奇怪的回馈，是不是？没有错，这个绝对还是弄不到我。对，除非你们有办法迫害得到我的话，就是蛋糕了。你们蛋糕不就迫害到我了吗？不对，我干嘛跟你们讲蛋糕迫害得到我啊？完蛋了。对，因为蛋糕迫害得到我。完蛋了，对，蛋糕迫害得到我怎样？有啊，现在蛋糕已经那个凤梨香菜蛋糕，我们就预计要制作了哦。对，蛋糕是迫害得到我的，对，迫害得到。我应该不会生日蛋糕要吃奇怪的蛋糕，应该是不至于啦。我生日蛋糕可以吃正常蛋糕吧？好，大概是这种感觉，大概这种感。其实我每次寄出去我都会尝试，我真的觉得我对你们太好了。我其实每次寄出去我都会多做个1-2份啦，然后自己尝，然后自己尝完，然后我自己囤，我真的会囤哦，我自己会囤，我家冰箱，蛋糕迫害得到，因为已经迫害到啦。你看这次我们趴趴熊直接就是丢，也是12个月迫害，然后形成了一颗蛋糕的形状嘛。那这颗蛋糕里面就是摆了我不太喜欢的凤梨，你们懂吗？我突然有点通了是什么东西嘞？对，那我是不是今年只要乖乖的，我就不会吃到奇怪的蛋糕了？今年生日我可以不要吃奇怪的蛋糕的这个状况。好，我就点到为止了，你们什么都不知道。我突然想到不对，蛋糕可以迫害我，那不就是代表之后生日蛋糕什么的你们也可以迫害我，不是吗？好可怕哦，仔细想想还蛮可怕的。买通5000老师吗？不用买啦，他绝对是我的友军啊。你看我前2天直接去他的那个神明厅前面，直接站在他面前让他替我消灾解厄，对不对？我现在非常旺啦，好不好？很嚣张，挑这冷笑话干假怀，老板和路人，好哦。所以呢，好哦。制作过程，对，水灵宝贝，我跟你们讲，我们这次老干妈的那个蛋糕制作过程很刺激，因为会有那个泼辣油，但是牛奶泼辣油哦，就嚓的那个，怎么办？水灵宝贝，我录了很多大概又要剪到手软掉。我这次老干妈的制作过程蛮刺激的，就是通常我们会看那个大家大厨用那个热油在泼那个辣椒嘛，没有，本频道不是，我们创新台味老干妈蛋糕是怎么样？我们用牛奶泼热辣油牛奶泼滚烫的热辣油泼下去，这样超爽！那个声音之大的，请水灵宝贝一定要帮我保留，谢谢不用啦，薄荷，我的生日还很远，好不好？那蛋糕说好一起吃，对啊，我觉得我今年大概会吃到可怕的蛋糕，但是大概就只有凤梨香菜蛋糕了吧？可以买3年前的菜，那什么东西？不是3哥那个没有，不可以买，那个不是卖的，那个是对绝无仅有的，那个已经对没有了，没有这种东西，好可怕。有2颗对呀，我掐老师的好可怕哦。我现在吃的我就寄给他，然后让丧亲板板吃，因为要经过丧亲板板尊爵不凡的嘴，你们忍心把这个蛋糕用成那么奇怪的配方吗？为丧亲板板想想，你们不为我想没有关系，很正常，请你们为丧亲板板想想。其实水人宝贝凤梨蛋糕，我其实
还 OK 啦，毕竟甜甜的嘛。对，不行，我不要把我弱点讲给你们。其实你只要不说，其实不对，因为我觉得大家很有诚意的都，趴趴熊很有诚意的都丢蛋糕过来了，我觉得我也要释出相对应的诚意，不是吗？对，潘朵拉的魔盒开启了，完蛋了。到时候再跟你好，就是它那个泼下去，撒，超刺激的。牛奶泼热辣油真的很刺激，超级，而且那辣油是滚烫的热辣油，真的。你不是要不是三哥，即使我有囤，不是啊，我的腌萝卜没有囤，我早就寄出去，已经寄出去几千年几百年了，那个东西我自己也吃完了，但是怎么是囤在梅子跟阿翠那边，我也觉得莫名其妙。我先说，我囤的是这一两个月的而已，其他的不会囤，其他那个超过半年的绝对不可能囤。对，就是好了，下一首囤积啦。我觉得我不要讲话好了。大老板也是你找的，下次生日蛋糕包我不要。我觉得我们下次这个氛围很像蛮适合唱囤积的。来，下一首歌我们介绍本频道的这首歌叫做囤积。对，为什么它叫做囤积？对，一切都来自于就是本频道大佬很爱囤我的高阶会员的回馈。对，我真的是哭笑不得的状况下，于是囤积这首歌就诞生了。谢谢大家。我们下一首歌我们马上让大家听一下，听说很像 maybe 有一点类似然后什么动物方程式的曲风是吗？对，就是我们这个苦中作乐的这个专辑有非常多频道内梗，对，我们这个囤积，对啊，我真的觉得当下把你们抓进录音室这个囤积应该要再多让你们录几句的你们真的很有共鸣真的很爱囤咸凤梨蛋糕，我觉得咸凤梨蛋糕应该也不难吃啦。是咸丰兄弟拉下2022年12月是桃娃，谢谢你专情的计算。咸凤梨是厂家吗？是不是那个腌酱咸凤梨的那个鸡汤超好喝？我走我的足迹，没有错。我伫咧你的面头前行我的脚趾，你伫咧我的后边咧吞啥货？很让人崩溃。是雅晨，我曾经说过这句话。咸凤梨蛋糕，脑子成过皮蛋加凤梨。水灵宝贝，别学坏了。我们听歌不好吗？我们听歌就好。全都给我听歌，不准想一些奇奇怪怪的配方。来自于本频道大佬囤积内梗，囤积超可爱的这首，大家说很像动物方程式，的确呢。耶，好像哦，真的耶。无妹无你的饼啦，工课做袂煞，头家讲下班啦，我提油来抹脚，到厝随来开冰箱，和喘开都专心关注。Oh my god， 阮老母竟然煮甲这丰富。流嘴烂咸放空，有淡薄甜甜，你手揽着我，温柔轻声，过了刚好，敢有食较健康，替你喘几道山顶气象，大大嘴巴，幸福快乐，滋味拖舒好，会随你卡面沙搭配带那，白饭较强，搁来一碗。好，来自于本频道相爱相杀的囤积希望大家会喜欢哦。无妹无你的饼啦，工课做袂煞，头家讲下班啦，我提油来抹脚，到厝随来开冰箱，和喘开拢专心关注。Oh my god， 阮老母竟然做甲这么丰富，流嘴烂咸放空。有淡薄甜甜，你手揽着我，温柔轻声，过了刚好，敢
食甲健康。摕你穿几道山顶七巧，大大嘴巴，幸福快乐。哦喏，滋味拖舒好，会是迪卡米沙塔白带那，白饭较强，搁来一碗。健康快乐哦！嘿呀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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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为了刚好，动物食甲健康，摕你穿几道山顶七巧，大大嘴巴，幸福快乐。哦喏，滋味拖舒好，会是迪卡米沙塔白带那，白饭较强，搁来一碗。白饭较强，搁来一碗好吧？哦。啊，还有小鸭鸭的声音，好可爱，来自于本频道相爱相杀的灵感。囤积，我谢谢你们啦！讲到囤积，下次那个猫儿子、猪儿子那边再开个什么囤积回馈，不知道什么时候的事情。唉，没事，我觉得他们应该不会开了，我觉得他们应该是日渐行善，不对，应该是渐渐变成比较乖的宝宝了吧？最近也没听到他们在囤啊，应该是变乖了，没有错。咸凤梨豆谷腌酱蛋糕哦，哎，我怎么觉得这会好吃啊？大王不要三色豆，我刚不敢讲的蛋糕就是三色豆。这个我跟你讲，我要是生日收到这个，我会哭死。这真的是我最怕的蛋糕，你知道吗？哎，工作真的做不完，水灵宝贝加油！没有亲自送到大老板那边，小心被揍屁屁吗？一定会的啊！我们3000板板，我身为猪，我的猪体前2天已经亲自过去一趟了。对，那我们3000板板那边的蛋糕，我觉得我们应该放弃一些奇奇怪怪的配方，对，要不然可能我们3000板板会吃的就是黑人问号，对不对？好，我们应该就是追求我们的初衷，嘿，一些就是比较和平的拜拜蛋糕不好吗？你各位，水上友谊拉下来是 Navi 健康快乐，然后那时候这阵子大佬在忙，所以没办法开吗？也就是说，其实还是继续囤是这样子。他们这样累积起来，像一顿超丰盛的大餐，我也这么觉得。我问点什么？猫大。福利小可以不要去问，我觉得一旦问了，他们在过年前又要皮了，完蛋了。好，谢谢大家。本频道的柳皮专辑已经在我们去年的12月24号发行了，那么接下来我们这几首歌也会陆续为各位带来我们柳皮专辑里面的非常动听的歌曲哦。是的，而且方才我们刚刚看到了我们西瓜老师出现在我们的频道，也就是说待会我们也会好好的带来我们这个天蓬，我上次烹掉的这首应该有机会再复仇吧。但是在那之前呢，我觉得我们先来安详一下，祝谁？我们先把心灵回归到祥和，回归到忘我，回归到无我，回归到家孙满懂，回归到子孙满堂有点太快了。可是我真的好喜欢这首歌哦，祝谁？聊天室出现了好多的台湾没有共识的，不是，这是一个非常有台湾共识的。我们的小英前总统曾经说过，这个香菜绝对是一个非常具有台湾共识的一个食材，是吗？西瓜老师，对不对？体悟心灵的祥和，是不是？我们母亲大人，我没有，不要这样，不行，我们是要面对我们的祝生娘娘，我们3D showcase 一个 boy 就马上把他请来的祝生娘娘，我们在他面前，不可以讲一些奇奇怪怪的食材，知道吗？然后听到哭的歌啊，真的假的？那比好，我们就
顺着那笔哭出来的这个氛围，我们要乖，我们要对于祝生娘娘非常的虔诚，非常的庄严，不可以有其他奇奇怪怪的配方，对不对？祝生娘娘，来，快点，我们台湾生育率就靠这一首。我觉得现在不管家长跟小朋友都很辛苦献给就是不管是准爸爸妈妈，还是现在正在当爸爸妈妈的你们，或者是现在被疼惜的你们，好不好？清风下过面，巷仔灯火顶，孤身这多年，才来拄着你，今日的后声，千里传到这，海海人生路，谁人来听惜？亲像我安尼人，敢会当幸福？祈求一家有希望，月老守护，牵手行咱的路，实现你的梦想。自细娘娘请你守护。今日的后声，千里传到这，海海人心路，谁人来甲咱听惜？亲像我安尼人，敢会当幸福？祈求一家有希望，月老守护，牵手行咱的路，实现你的梦想。自细娘娘请你守护，听头来为着伊，我甘愿下将当归，直到天明。心肝内一再祈求月流像车，亲像我安尼人，敢会当幸福？祈求一家有希望，月老守护，牵手行咱的路，实现你的梦想。自细娘娘请你甲咱守护，缘分来到你我之间，手相他，心思乱，有因相想，无因自责，惨一歌囝拢生咸正，总是会有一天，咱会看天开光影影，后暗搁遐一领配相偎。
祖先牛牛啊，多谢你的宝贝。感谢祖先牛牛。这首歌出来之后，我每次要去关帝庙见祝生娘娘都战战兢兢的。她现在都没有半小时起跳都不放我走，真的是太可爱了。对，体悟心灵相合的母亲，我没有想要看史比特基台的。对，也谢谢那比喜欢这首歌。然后 Hero 桑伊拉塞，囤积跟娘娘没关系，绝对是没有关系的。对，但是我们在娘娘面前，我们不能讲囤积，我们不能浪费食物。谢谢 T 先生，超好听吗？谢谢你喜欢这首歌。我当初有机会做出这首歌，我那时候也感动到不能自己。对，我觉得这张专辑可以收录各种圆梦的梦想都在里面，真的是太开心了啊！是 VCL 老师我们今天好多我们线上的肝脏，刚刚有西瓜老师的肝，现在是 VCL 老师的肝，各种肝脏出现在本频道，谢谢我们西瓜老师来了，感觉等一下也要呐喊一下我们 Takavo 吼，然后谢谢你们的打 call， 然后请问最后一首，2月9号啊。真的吗？可以啊，可以啊，不嫌弃的话，可以。所以那比我唱完75C接给你之后，然后就换你唱吧。我也好想听，我跟你们讲，那比75C超帅的那比要接力75C吗？当然就不勉强，因为75C这首歌太燃了，就是不是那么容易。可是那比的我真的好想让大家听一下那比版本的，那比版本他很适合唱75C 这首歌，因为他唱起来就是超燃、超适合的啊！对，各位线上的肝脏，各位尊爵不凡的肝脏，就连本频道大佬的肝脏也是有在75C 跟嘟嘟嘟里面呢。我们各式各样的肝脏，要吗？我可以啊，我可以唱75C 在最后一首，然后再承接给我们的那比。对，但是那比是不是要唱75C没有关系，因为这首歌难度太高。我们上次降落到那个卢布那边的时候，我们最帅的欧巴卢布，他马上看到也马上唱的75C，哇！我真的觉得大家都好捧场哦，天哪！谢谢你们，那比如果有需要我们的伴奏，请可以跟我说，我马上传给你。我谢谢你们的支持，唱都唱，但是我记得那比那边已经有伴奏了，对。好，可以的，我答应那比就是2月9号，我们那天最后一首，我们就承载着那比的热情，我们就75C 吹了 key， 最后吹了 key 完之后，我们就把这个棒子交给我们的那比了。好，可以拼吗？谢谢。然后 Yuna いらっしゃい、おかえりなさいませ。谢谢，我天哪，你们很赚哦，那比的75C 很值得听。所以可以啦，来，沙罗来，我们来75C 一下，啊哈，啊哈。啊哈哈哈哈！哦，我真的好喜欢这首歌，怎么唱怎么爽而且我现在已经满身大汗了，在唱这首歌之前已经满身大汗了，怎么可以这样？来，这首歌结束之后，我就要去摘花了，所以我们来热血一下，热血完之后我来装水，然后摘花休息一下。啊哈，75C，咱来水开一个，来吧！哦 ，come on， 咦哟 ，come on， 水开了，嘟嘟嘟嘟嘟嘟，自忙加路刚到不下，这康苏海天下我来打。千百遍要记 It's me， 英雄从来不分出身。我的嘴家搁这好味，你倒位来的搁想要甲我比？求天下你一阵马总拢甲我小听下一篇75C， 阿公搁说台，伊写紧唱看台，搁讲强大无啥通甲我阻碍，红顶红颜千军万马，水面转又转来战我袂停。
恁拢来自台北、高雄到富山，这比海看的地盘换来吃，恁亲切的原因 ，It's me， 女神将来不分出身。黑心肝，搁加好意，你倒位来的搁想要甲我骗？古世也来四世天地会甲我做定，写一篇啊，真是为死。啊，当古世台，伊写紧凑看台，高讲剑来无啥通甲我阻碍，红顶红颜千军万马哦，随恁怎样总来战我袂停，六千关恁乱，光阴不等待，往后正上无人来令我心败，千百年间独一无二，我就是你爱的阿波罗大帝。哦，超嗨！哦，风山气势海为家，脚踏昆仑送顶叫掌声，叫掌声。当古世台，伊写轻巧看台，高讲剑来无啥通甲我阻碍，红顶红颜千军万马哦，随恁怎样总来战我袂停。啊，当古世台，伊写轻巧看台，高讲剑来无啥通甲我阻碍，千百年间我就是独一无二，我就是你爱的阿波罗大帝，我就是你爱的阿波罗大帝啊！对啦，哦，感谢罗啦，谢谢 C 啊，请假就是贵了啦，谢谢。对，马善，哈哈，真瓜袂停啊，超级燃。然后这首歌能够有机会有电音摇头版吗？我觉得摇。还要再更摇，快点！我跟大宝师讲一下，看有没有机会摇，还要再更摇。谢谢，我们来自75C Secret， 谢谢大家，我现在满身大汗。然后紧接着还有我们柳鼻台语专辑的还没唱的歌，等一下会一一都把它唱出来。午休结束听一下就行了。是，谢谢相月特别过来清醒脑袋，好不好？和你的阿波罗呆弟，休困一下，我们中场休息时间不准走。走的全部都瘦，不准走！我大概检查头接，看有几个变成瘦。我跟你们说，好，总之要是喜欢我们专辑，欢迎无限循环播放，我们各大串流平台都有的听哦。面山兄弟召唤众生，这摆一定会让你听到咱头口上速拍的大魂。看起这世间的春风，甲精神的是世间已经变化，原来情感有相似在我心门心。三来好爸母，做伙嘟嘟嘟 ，Everybody 嘟嘟嘟嘟，专心了落对咱的脚步，做伙斗阵嘟嘟嘟嘟嘟，自信坚强免搁想多。袂停，刚到世界，伊写紧凑看台，高讲剑来无啥通叫我阻碍，千百年间我就是独一无二啊！我就是你爱的阿波罗大帝，我就是你爱的阿波罗大帝。天空降彩，宝岛风飞，心天之绝比之情到真的，看你困眠是我的最恋。叫我的半生半世，风吹无人陪。香味将你听入心，加添你一生的气味。以后咱两人袂搁再斗阵，过了刚好，到有食甲健康，替你穿几道山顶市场，大大嘴巴。幸福快乐，准备拖顺风。若是个梦，听你
行咱的路，实现伊的梦想。自细娘娘，请你守护。是的几段，脚脚乌啊，踮伫咱的梦中，是我唯一的归宿。猪骹吞足鸡钓味。哎，结果好像都没有人离开，哎，没有人想当受，哎，就哎，我发现怎么哎，没有什么人离开，你们全部都不想当受，是不是？不是啦，我们的受其实基本上就是可奶可攻啊，对不对？当受没有不好啦，是不是？有些本来就是受，怎么办？有些本来就是受，也不能离开。本来就是受，那你的属性就会反转成攻，但是你不适合当攻，不行，只能当受。我在讲什么？我回来了，对不起，一回来就讲一些奇怪的话。谢谢你们。哦，新属性好燃哦，快点快点！我们趁这时候，大家都不想当受的这个氛围下，好奇怪哦。我们下一首歌，吹落去，下一首歌是什么呢？这首是唯一让我上次翻车的。我们西瓜老师的天蓬啦，西瓜老师来，我们西瓜老师现在可能不知道有没有在忙。总之，我们致敬一下我们西瓜老师，把这首歌混成了我一个梦想中的形状。我没想到这首歌里面居然会有这一首摇到不行、抬到不行我梦想中的舞曲，然后我上次居然还翻车。其实它不好唱我要把歌词对一下。来，本专辑非常台摇。我们不要说它阿志，我们说这是文化传承很重要的一环，好吗？不能说它是阿志歌，我只能说它很摇，摇到我上次翻车。好啦，上次那个就不是逐字就我上次弄错了呢。来，我们来摇下去，而且还是有那个嗲嗲的声音呢，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子。来，好。86像83嘛，好，有3个变成了，有3个的变成了受，这样，不想什么，好，7、8、3，来，我们来天蓬摇一下哦，希望今天可以成功，我们来天蓬一下，天蓬，天蓬嘞，哦，在这里，它很快哦，来咯 ，Come on。唔通搁后悔，你的反背予我无路可抵。但你去付出这多代价，过去的山盟海誓拢是空话。莫讲白插话，希望你对我坦白的。你捌讲过我是你的世界，安怎样包围的假如会受到你的痛呢？敢讲咱两个真正有遐尼大的差别？天蓬娘娘失去的一切，搭配来带等顺手万倍。假土恋爱注意，我今日甲你因摆迄寡情话爱伊是遐尼爱 dirty， 若直接讲无爱，嘛是无要紧。We just had a party, I remember the moment。天蓬降做的风声送客，和你的山盟海誓讲再会。天蓬降做消灭情花，就愿你高心经心经细。你较怪罪，失去控制，袂敢再有机会。若是后世人会搁轮回，伫这个花花世界，咱莫搁相会。好摇好摇，超喜欢。这个很适合尾牙你各位礼拜五哦吼。莫讲白插话，希望你对我较坦白的。你捌讲过我是你的世界，安怎样
想着你的等你，落雨的长假只有我一个人世界走多，你早就无搁按约白，甘心跳伫火场内底炸着已经伫飞。我到底甲你第件事，规往一块路标 baby 是遐尼爱死去，若你再讲无爱，嘛是无要紧。We just take a party and remember the moment。天空降做风声送客，含你的花言巧语讲早已经。天空降做消灭情花，叫我的孤单一个一生一世。天空降做无搁放飞，身边只剩你一千颗等你，含你放飞是我的水月，叫我的万心万世，拢找无人陪。好喜欢这一段哦，超摇！哦，好喜欢，好喜欢！我总算没有翻车了。我要表达的话，先投吗？哦，其实是可以的。你们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基本上就是本频道的很多大佬，平常日都很忙，所以其实我们按照我记得历年也是都是可以先投的。对，就是大家可能当天真的来不及，或者是当天很忙，你连填表单的时间都没有的状况下，我记得我们之前好像都会开放，把前3天就可以先。福利手，你到底是怎样？你的迫害名单已经是7749个了吗？到底有没有这么多想要迫害？而且其实我有算过，那几天很像刚好是电玩展，是不是？所以就变成说，大家如果要去参展的话，然后又想要共襄盛举一下。本频道的每个伫咧这个拜五轰动97啦，没啦，没97啦。就是你很想要参加这个活动，但是又想去逛一下那个电玩展，担心参加不到。其实我们的表单是可以事先丢给大家，你们就先投，然后记得帮我填表单，就是这样子。对对对，所以一样就大家放轻松，就我们株式会社1年1度的尾牙，要先投的 OK， 当天再投的 OK， 或者是当天想要投但是临时没时间填表单，快点在我们聊天室讲一下，我们就可能 maybe 会有小精灵帮您，或者是真的没有小精灵，我可能就是当下土法炼钢，复制贴上，复制贴上，复制贴上，就这样子。今天尾牙表单还没制作吗？哦，其实是延续去年的，但是我奖项想要编辑好再丢给大家，其实是延续去年的一样的网址。之前也是提前先抖，然后先填完就没事。打底30做，谢谢你哦，泡泡熊。好，不会，我们福利手暖冬送暖，好，不只有送蛋糕，他还想送一些我们破坏的回馈，真是非常支持本频道。对，我们的相爱相杀基本上会延续在本频道今年的尾牙活动，也就是说，这个拜五正月30号，这个拜五会不会给？好，这个礼拜5的尾牙，大家可以期待一下，我们到底会完成什么样的一个高度？对。我们基本上好像每一届的尾牙都还蛮受综艺之神的眷顾的，对，好，谢谢宝贝的 OK， 你像已经有心理准备，当天要帮忙填单的，是不是？反正你妹妹，我就知道我亲爱的诺诺以及我们的大小姐一定有机会上榜，可以，不管是我的 V 婆婆姐妹，还是我们的大小姐，可以，好不好？趴桶破坏准备中。真是满满的热情，满腔的热情，真是非常感谢趴董。而且不管是趴董，不管是我们福利熊暖冬送暖，亦或是你各位已经蓄势待发，准备在当天杀个你死我活，都 OK， 不要紧，绝对这个礼拜5也会迎来我们最台位爆表到不行的秀场主持，献给你们各位，谢谢。那天的工作不会很忙吗？好，我们看天时地利人和，好不好？这样就有空帮忙了。好，反正我们当天看状况，不用担心。对，前2次都很中意，我也这么觉得。我们都一样，而且我觉得刚好就是我们的专辑，有无？等下，我咱第2笔的专辑，等下哦。我们专辑有没有刚好就是？我们的封面，我最近
最近有太多的那个下载区的截图。我们的封面上这不是有下载下来吗？去哪里了？我们专辑的截图呢？我们这次丢逼的专辑，其实你们不觉得飘出了满满的槟榔味吗？找到了！来，我们真的很感谢我们 LF 爸爸跟小子老师来隆重介绍。来，虽然说就是专辑出了之后又在忙那个 3D showcase， 真正不知道自己在忙无音声会，不过咧，来，那这摆哦，刚上好，有时间刚上好的是啥会咧？来，丢逼专辑嘿，在迪卡囤出去，头一摆出专辑就叫做丢逼，这个丢逼的专辑就伫咧去年的12月24号，这个丢逼的专辑咧轰动就市，真正是就市啦，无咧好笑的就市咯，盘声吹落这个专辑有足侪老师的歌中。有很多老师的感动伫咧内底跟有咱 LF 爸爸的歌中嘛伫咧内底LF 爸爸的歌中伫咧倒位咧？就咱这边看到这图，这个红真正有够水就是咱 LF 爸爸的歌中伊的歌中伫咧食足水又咪咪真正有够香的香跟有咱小子老师咱设计的这排版我们台湾非常厉害的艺术大师台味大师的排版，那小子老师设计出来之后就有槟榔不是槟榔，对不起，就这个槟榔的气味咱特别专辑。说真的，我当时看到了这个封面，我不禁在电脑前大笑，我真的觉得很像必须要在槟榔摊摆一下，不然对不起自己，你知道吗？我们这个特别专辑真的飘出了满满的槟榔味，你知道吗？抬到一个不行，连我自己当下都有点hold 不住的抬，你知道吗？但是多看几眼好怪，再看一下。再看一次可以，这个非常电，非常的台，果然是符合朱蒂卡想要推广的这个台式专辑的一个风格。コロハさんいらっしゃい，然后これが晨晨いらっしゃい，这样，然后呢搞事一下，等一下，请提供我破坏人选，等一下，不要破坏人选，等一下，这应该不是我这边提供吧？我这边很和平的，那个黑箱，那个绝对不黑箱，我们公平、公正、公开，好不好？主持人不能抽尾牙吗？你们想干嘛？当然我抽中了，我可以抽啊，我也可以被迫害啊，但是我一定是成为那个捐出去的那位朱主委嘛，对不对？瓜中就好吃的瓜中那地瓜我刚好吃。对不起，我不知道我在讲什么。那这把轰动就市这个台语专辑特别那飘出了满满槟榔味。我们延续这个台湾非常传统这个槟榔文化，我们即将在2月咱今年的2月，那个高级会员回馈，咱那个水灵宝贝已经想好势咯。咱槟榔的造型，不是真的槟榔槟榔歹势，槟榔是啥货？槟榔是啥货？对不起，我罚写罚念槟榔造型，槟榔造型的点心回馈即将在我们本年度2月会公开给大家，非常非常台味的槟榔造型的点心，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史无前例的台，好不好？既然本频道的首张专辑都已经这么有槟榔味了，太棒了，我真的是倍感欣慰。那我们就把这个槟榔味延续下去，你觉得如何？对不起，我台语还是好烂哦，明明很爱唱台语歌，但依旧还是这么烂。拜台语。啊，又搞完了子，熊大才一点呢。但即使如此，我还是会努力支持推广台语歌曲。其实我台语在我们家族真正是讲啊，就拉菜了这个字较囤就记咯。好爱冰多谢各位，咱这个特别的专辑，他拄仔唱的迄首歌就是个天蓬元帅咯。冰冷茶。好啦，我跟你们讲，我的台语就是去年努力的，就是录制专辑之后，我台语已经完全献祭掉了。我的国语跟台语我完全不知道怎么讲了。明天我们会开启我们的还债，我们的绕口令台，不管是台语国语都是可以的台语国语都是可以的。这个状况下，我们绕口令的台词教给大家，
用抖内水洗的方式，30块也可以，15块也可以，甚至你想要直接1500也是没有问题的。高温高小豆的，谢谢大家。好啦，我们歌会还没结束，我们还有非常非常多非常台谣的曲风还没有献给大家，不是吗？来，我们现在这个调比专辑放伫咧家，继续来宣传一下吼。一直想到槟榔交出，牛吗？槟榔交出来是怎么回事？对，而且其实我还真不晓得那个槟榔到底是什么样的，到底它里面到底要怎么包，然后包起来就是为什么里面有石灰，但是还是有人会敢吃，我觉得好厉害哦！把蛋的台语弄成2声，蛋能冰冷冰冷哦，是很像是对。等一下，什么食物不能打字？什么东西啦？什么？我又错过了什么？好啦，我们还有好多很台的歌在专辑里面，来，我们大家一一把它唱过去。这张专辑真的是收录了好多所谓猪猪的梦想，对。为什么槟榔交出来是黄色笑话？槟榔高出来，哈？切开包红或白灰，对啊，我想说，那个有什么差别？这个猪猪就不知道了。但是之前听有在讲说有在吃槟榔的朋友，他们说天冷的时候好像吃槟榔还蛮温暖的，就觉得好酷哦，这个槟榔文化。我记得爸爸以前都吃红红的，吃到嘴巴都红红的。15元 SC 不能打字是不是？哦，对不起，我果然不是大佬，果然这个抖内的东西只有你们最懂。好啦，不然30元嘛，30元就可以2整主体卡一个下午你看多么划算，对不对？等一下，不要槟榔交出来，槟榔搞出来，就槟榔交出来啊，到底有什么不一样？不要，我觉得我不要问好了。我邮寄去年的那个富田姐妹的，不行，富田姐妹不能再一次了，再一次我觉得我整个元神都没了，不行。来，我们快点回归正常，我们要呐喊出我们的 Takao， 对，我们的大港，我们的工业国，那里 Takao， 我们要呐喊一下。虽然说不知道像 VCA 老师还有没有在线上，等一下，对，我们的大港，我们的大港，好不？到底是什么啦？翻什么啦？算了，我觉得我还是不要，我还是唱歌好了。我总觉得那个会延续富田姐妹上次的那个可怕的记忆，太可怕了。不行，我们不能让富田姐妹再继续下去。虽然说，我觉得在壮世代追求自己的梦想上面，他们真的扮演了就是举足轻重的一个角色，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支持。对，第3个冰冷高醋啊，冰冷高醋来，冰冷高醋来。槟榔交给家里啊？槟榔高出来什么意思？槟榔交给家里，然后为什么 Hero 先生也笑得这么贼？哇！我不要 Google， 我担心看到上次的富田姐妹，我不要。对嘛？他娃也没听过，那为什么追声大哥也在偷笑？什么？等一下，三哥，我不知道那是什么，生吃会很苦，是不是？哈？哎呦，我要唱歌了，我不要理你们，好可怕！而且为什么连阿吹都知道？不行，我们要回归，我们他卡欧不好吗？来，他卡欧之类。咱专辑最后一首歌，他卡欧。所以槟榔在大高雄工业国好像很容易找到，对不对？大高雄工业国的槟榔，
哦，遐在当的搁来走总，走总哦，当时才会当来结束。你像对花药的空空山路，我不免搁再游荡，找着海基温暖的风，吹散因作我的情路，塔卡无我踮伫咱心中。过多数的匆匆，对嘛？很多人都不知道。啊呵，面线兄弟又在污染朱迪卡了，又在污染高雄猪。遐在当的搁来走走，当时才会当来结束。你像对花药的空空山路，我不免搁再游荡，找着海基温暖的风，吹散因作我的情路，塔卡无我踮伫咱心中。多数的匆匆，少年时坐着火车来离开，今嘛煞思念海洋的声音。我头看这天顶听下江的声，故乡的天气犹原双双时时。找着海基温暖的风，行咱细汉时的轨道，塔卡无我踮伫咱的目标，是我唯一的归宿。好。卡卡，虽然说唱完之后依旧不晓得那是什么东西，但是我觉得我还是回归唱歌最纯真的初衷就好了，你们说是吗？啊，鼻子好痒哦！而且这首歌啊，就之前就是唱完之后，猪猪就变成了一个波卡罗迪卡，我快笑死了！你们记不记得？就那个时候 VCA 老师就做给大宝老师的时候有在问说，好，大概曲子是这样，那我们可能再看要不要降一下 key 或者改一下比较好唱。然后大宝老师说，不用，要给朱迪卡唱的话，那完全先不用改，先让他唱看看。然后我就这样唱过去了。然后从此以后，大宝老师说，好，你就是波卡罗迪卡。因为原本这个是给机器人唱的啦，对。啊，机器人唱可能就怎样都有办法唱啊。对啊，所以那时候 VCA 老师还是担心说，我可能没有办法唱的状况下，可能要改简单一点还是低一点啊？对，大宝老师马上就是拒绝他，不需要改，我们给他唱唱看。对，然后唱完之后就马上变成波卡罗迪卡，好好笑的梗哦！谢谢大家，好，马上生成波卡罗迪卡，谢谢我们这张专辑收录的塔卡哦，非常非常热血哦。好，接下来还有一首，我们上次练习算是有成功，但是我希望可以不断的练上去，希望哪一天可以就是信手拈来呢，不用这么依赖歌词，但是现在还是有一些依赖歌词。嘟嘟嘟的部分好难哦，来，嘟嘟嘟，好紧张哦。我们来嘟一下哈，
嘟，我们来嘟一下。好，喝口水。然后也谢谢今天在聊天室陪伴猪猪的大家。对，今天又很意外的喉咙状况居然恢复了，然后快点来唱唱歌。然后明天是绕口令，水洗绕口令台吼，水洗绕口令。我就看着你们抖内的那些东西，水洗绕口令啊。好，我们再来读一下，希望可以成功。应该会成功的吧？不成功就变成猪，对，反正我一直都是猪。来吧，本张专辑非常有挑战性的 rap。Go！ 嘟嘟嘟嘟嘟，我相信到不是在碰后，女性当道你就爱听笑。代志讲我暗心我头脑，三来黑白母做伙嘟嘟嘟。你讲就是爱我，成功的笑容甲我捧甲捧捧，照三顿阿达。小姐爱注意形象，带有要紧音乐，吹落去做伙碰落 ，everybody 嘟嘟嘟嘟嘟，专心了到底咱的脚步，做伙斗阵嘟嘟嘟嘟嘟，自信坚强免搁想多。暗时卡大概头人是一命，不是你看的肉脚是斗掠定。我出台湾歌，才较行正命，相反青海关锁，应该收下。待你才好打，我当耳孔卖找借口牵拖，台湾制作不如是不着我，看若是地无你，我就跟他嘛照行。少年的，抓着我的趁早，我是铁卡，刚才干嘛起床，就你一边就要出一看，茫茫一路感谢路道有你搁有我。姊妹呀，抓着我的趁早，我是铁卡，去一万种风华，就你一边就要出一看，天无牛牛感觉就要有对我来出声哇，小心讲哦，不甲你碰好恼，拢先当路，你着爱听笑，哪有烦恼，做你甲我讲，三来黑白母，做伙嘟嘟嘟 ，everybody 嘟嘟嘟嘟嘟，专心了到底咱的脚步，做伙斗阵嘟嘟嘟嘟嘟，做成坚强免搁想多 ，everybody 嘟嘟嘟嘟嘟，咱的脚步嘟嘟嘟嘟嘟，做伙斗阵嘟嘟嘟嘟嘟，做成坚强免搁想多。你讲就是爱我，成功的笑容甲我捧甲捧捧，照三顿阿妈。哎呦，小姐爱注意形象呢，还有要紧音乐，吹落去做伙蹦落 ，everybody 嘟嘟嘟嘟嘟，专心了到底咱的脚步，做伙斗阵嘟嘟嘟嘟嘟，做成坚强免搁想多，咱搞好大宝喽。吃饱咱就行落去，叫我怎来就会滋味，出不到位我就介意，掉头三千五千名啊，把这个精神都来赚钱哇！小心讲，我嘛捌着过精忠，阿嫂莫搁当我弟兄，台湾天人向前冲，爱你大地热嘟嘟，跟我两个做伙来跳舞，跳过你我们是你家的事业是错哇！小心讲，真正无碰空，女性当道你着爱保守。代志讲我暗心甲头动，三来黑白母做伙嘟嘟嘟 ，everybody 嘟嘟嘟嘟嘟，专心了到底咱的脚步，做伙斗阵嘟嘟嘟嘟嘟，做成坚强免搁想多。我相信讲，真正无你碰空，女性当道你着爱保守。代志讲我暗心甲头动，三来黑白母做伙嘟嘟嘟 ，everybody 嘟嘟嘟嘟嘟，咱的脚步嘟嘟嘟嘟嘟，做伙斗阵嘟嘟嘟嘟嘟，做成坚强免搁想多。谢谢。看样子之后应该
不可以不成功了，应该看样子不可以不成功了，对不对？对，目前感觉就是都稳了，谢谢，好开心，耶！我们的丢币台语专辑里面的嘟嘟嘟，对，欢迎大家支持起来。对，我们邀请到了我们很厉害的大宝，跟猪猪一起玩这首歌。好，哦，太棒了！渐渐的这张专辑，每次歌回都开起来唱下，感觉应该是会渐渐的更加的没问题吧，应该。哦，感谢我喘一下。哦，猪猪喘一下，等我一下。而且啊，其实，我真的觉得面谱真的抓不住我。像这些歌曲，你要这只猪定在那边唱，真的是要了我的命。这些歌曲真的很难定在那边唱，你们不觉得吗？谢谢你们的啪叽啪叽，对，反正 iPhone 面谱抓不住我是常态，但是像就连 3D 面谱也抓不住我，这也是我始料未及的，对。但是 OK 啦，我们3D Showcase 已经在4周年的1月7号公开了，欢迎大家如果还没有看过，还不知道猪猪已经 3D 化的朋友，可以去补档一下齁。感谢加入第41个月猪仔专员，站起来一起跳，真的有机会，这个线下真的开出来跟大家玩一下，你知道吗？就想看你们跳起来。但是你知道，就是观众基本上 I 人居多，会不会有机会？就是我真的在线下开出来唱了，我在上面就是很嗨，然后你们就是对在楼下就连跳都不敢跳。可是其实我相信我们家面线可以啦，因为我们之前 mini stage 演唱会都这么嗨了，对不对？这不是我们恰恰吗？伊拉夏，欢迎大家来到猪猪频道。我们今天也很开心，唱了好多首我们台语丢币专辑里面的歌曲咯。来，接下来咱继续吹落去，我们的初心，咱的卡甲，来吧。这首歌说到底，真的还是我们的初心。对，怎么又初心？数学为什么又没有考100分？为什么只有99分？不是那个初心，不是那个亚洲家长式的初心，对，绝对不是亚洲家长式的初心。什么爬101，爬那么高干嘛？当我上去你就完蛋了你。亚洲家长没有，我们不是亚洲家长式的初心，对，我们这频道基本上应该很少有亚洲家长式的训话，对，有可能是吗？很冷静的喝着饮料，看着袋子。所以瑞恒经理，你下次如果有线下活动，有机会看你很冷静的看着我在台上很嗨，是这样吗？不是吧？你们要跟着我跳起来啊！对，我们回归初心。好吧，咱来卡加一下，我们这首歌卡加，我们现场好好的唱给大家听。现场版本的伴奏在哪里？等我一下啊，有了，我们来卡加一下哈，回归我们的初心。即使没有考100分也很棒啊，对不对？我们的初心，我们的卡加。千年的孤寂，煞来予梦拍醒。一丝的香味，不是甲我来提醒。为着一个机会，决定了我出发的初心。我是假旅行，一直到我拄着伊。大定来的面线放开，缠着烟线，吸引着我的心，紧注意。行啊来这，只有一片土地香味，情感事，敢有需要搁提起？夜头
头看起这世间的匆匆，搁真心的是世界已经变化，原来情感有常只在眠梦时。不管未来搁会改变啥物，只要凡做我的天美关怀，这就是我所希望的梦境。感谢燃烧神将30块的抖内。千年的古车，煞来予梦拍醒。会输的香味，不是甲我来提醒。为了一个气味，决定了我出发的初心。我是个旅行，一直到我拄着伊，大定来底，面线放开，掺着烟水，吸引着我的心，赶紧注意。空啊来这，只有一片土地香味，情感事，敢有需要搁再提起？原来情感有常只在我眠梦时，不管未来搁会改变啥物，只要凡做我的气味关怀，这就是我所希望的梦境。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乌啦啦乌啦啦，乌啦呀哈乌啦呀哈，哈哈乌啦，数到3给我下来，数到3个试看看，手上过去哦。可是我小时候其实不是在这种环境长大的，所以其实我很不会情勒，就是我都会觉得说，为什么你们很爱叫我情勒，但是我就不会情勒，因为我小时候不是在这种环境下长大，因为屯妈不会叫我，屯妈不会对我情勒，她会说哦妹妹啊，画画好棒哦，继续加油哦，你很棒哦，继续哦，因为她就是会一直很支持啊，就不管做什么事情，她就觉得说好画图很棒。哦，我就一直画，一直画。我想说，哦，妈妈觉得我很棒，好，我继续画。然后画着画着，哦，得奖了，你好棒哦！哦，我得奖了耶，我好像真的做得到。那我以后想当漫画家，好啊，加油哦！然后17岁啊，妈妈得奖了，我成为漫画家了。哎呦，你好棒哦！17岁出道了，这样。因为我们家就不是那种传统那种数到3，或者是画什么画没前途 ，Q 嘎没有哎，我们家就是一个非常开明过头，对。还好我没有走歪啦，如果走歪的话，可能妈妈就可能会稍微比较权威式控管。可是我就是一个太单纯的猪，只知道画图，然后画到就觉得好，我的梦想我要当漫画家，哦，得奖了，我实现了，然后就变成画图社畜，一直画一直画，然后画到成为 VTuber 之前，对。等一下，我追一下聊天室，等一下啦。然后燃烧神教说，我们艾利克斯都爬上了101。你怎么考不到100分啊？对，亚洲式家长，初见初心。好，胡说八道先生，你应该考到101分才对啊，就只有100分呗，不是写安怎啦？崔上发的文，国外小孩爬101，让世界看见台湾。台湾小孩爬101，刷3给我下来哦，等我上去你就知道了。他就爸爸妈妈上不去。超万真伊拉塞，好，云天拜拜拜拜，瑞丽并感谢加入第3个月主宰专员，谢谢，空生乖乖伊拉塞，然后对 U2 家庭是吗？太不亚洲了吧？对我们家完全不亚洲，就是因为这样，我觉得我才有办法变成了一个
小年纪就觉得自己有办法实现梦想的壮大的一个心智，然后还真的实现梦想了。对，我考399分，第1名也被骂，好亚洲式哦，三哥，要不要这么亚洲啊？好，三哥辛苦了，你很棒，好不好？对，您就是加码的金金芦笋汁更棒，你很棒，你们都很棒，好哦，加油哦！对啊，就是妈妈就会一直画图哦，可以啊，你画得很棒哦，加油哦！超级不亚洲，我长大才发现，原来我处在一个非常不亚洲式的一个教育观念里面，所以以至于我对于情勒就完全很没辙。对，只要我另外一半会情勒我一点点的勒，我都觉得完蛋了，我做错事情了，所以就变成说我是一个很容易被勒的人，因为完全没有抵抗力的那种啊，就自己被勒了还不知道这样子，好可怕哦！恐怖情人很可怕，不要过来，我觉得单身最棒了。对，妈是直接进来帮我画资料，那么爱画3天给我画100张，哇靠，牛妈！你有一个非常泼辣的妈妈哦，对，亚洲恐怖，真的撕掉家里，真的假的？我妈没有撕过我的画，她也跟我一起把我那个历年来的画收集成册，然后搬家了，还把它那个很尊贵的封在一个那个非常尊贵的箱子里面，这样。爸妈只是说不要去做坏事。对呀，我觉得桃娃有一个很棒的父母，很棒啊！是我爱梦爱梦，你的募资回馈品收到了吗？爱梦我要亲一个，谢谢爱梦支持我们第2 V 台语专辑的募资回馈啊！爱梦你好棒哦！而且爱梦他从我们就是5月28号的那一波最首波的前几名赞助者，你知道吗？真的好有爱，谢谢爱梦。我在下面等你，最好不要给我下来，特不会听啊！对，非常亚洲式。对，考了100分还是被骂？骂你应该，今天你考的是多益，恰恰，我靠！你们为什么都这么有概念啊？我真的就是因为这样子，就是我1年1度的那个酒杂情了，就是可能因为这样子，你们知道我不会了。所以你们才会这么期待，我在想可能是这样，可是我真的勒不下去，因为我觉得情勒是很可怕的事情，你们居然把它当成情趣，你们都好奇怪哦。迪亚没事，我绝对不会情勒你，感谢你回来，对，依旧是你。而且我们为什么在讲到亚洲式情勒的这个当下，我们同阶变成了100人？但我怎么回事？你们这么喜欢亚洲式家长的打骂是不是？你家是特不会听呢，不骂你不行是不是？你是一定要过去是不是？皮在痒是不是？不过去死是不是？你们就这么喜欢这种亚洲式家长的打骂？你们要不要这么抖？我就不会这样对观众，不会。我觉得观众都是非常非常珍贵的缘分。对，我要对你们好好的道谢。我尊爵不凡的大佬们，你们为什么这么喜欢被亚洲式家长的训话呢？对，非常庆幸，妈妈是那种只要会请了你会好好。等一下，我想，等一下，我为什么把泪泪冰跟盛虹的那个，非常庆幸我爸妈是那种只要不要吸毒。对啊，我觉得孩子有无限可能，就只要不要是作奸犯科的话，都值得被支持。非常庆幸爸妈只是那种只要。对，收到了吗？还跟朋友炫耀，谢谢爱梦，谢谢你的炫耀。这样有点奇怪。多益超难的好不好？我就连50分都考不到，我大概连10分都考不到。对，我们跟爱梦打声招呼，谢谢爱梦。然后肯定是共鸣，是不是？物理事情呢？那是产生的共鸣。PTSD 也是一种，可以不要这样子吗？我真的好可怕哦！我真的是有点那种。一朝被蛇咬，你知道吗？我就觉得我单身一辈子很舒服，我单身我爽，真的。你说这边会有亚洲式家长风的开台吗？我大概可能续航力10分钟我就求饶了，可以不要再骂了吗？我不要再骂了，好烦哦！你们是一定要我骂你是不是？不这样骂你们会死是不是？你们是白痴吗？你100分都考不到，你看隔壁家老王。他儿子考多少张100分了？那个社会，你的阅读能力怎么了？人家那个社会已经考了3张100分了，你嘞100分都没有办法考到，是怎么了？阅读能力是怎么了？吃屎了吗？之类的，这样可以不要这样吗？不要这样，毕竟我们在亚洲听的暖心，可以不要这样子吗？瑞恒经理，刚那个说什么直接晕软，可以不要这样吗？没有，我真的不会骂人，不要这样子。对，黑猫上榜。
对，是我无法参与刚去送件什么东西。那件衣服啊，对，我们的那个募资回馈品的其中一个那个烙肩，烙筋不是烙筋，对不起，不是烙筋的，我们的帽 T 在这个非常秋冬的时刻刚好送到你们身上，我真的觉得太刚好了。对，而且我跟你们说，我们这次除了就是非常温暖的那个帽 T 之外，非常温暖的这个丢币的这个毛毯，有没有？我真的觉得好舒服哦，可以在这个时间送到你们身上，真是太棒了。除此之外，还有这个，天哪，我们这个毛毯真的是大到一个夸张哎，大到我真的是抓不住它。然后我们看右下角的那个 logo 非常大，它大到我整个膝盖都已经涵盖住了，有没有？哇，我真的觉得你们这一波有选择我们这个毛毯跟帽 T 的大家真的很棒，我们在最棒的时间点寄给你们了，好开心，好不好？对，我们这是亚洲式家长的打骂不存在于本频道，你们不用担心。虽然说我知道你们还蛮期待的，对，还行少 case， 这算是最温柔。等一下，隔壁老王，我不知道怎么骂啊，我就只能骂到就是我很像很熟练。不是，我是听我朋友姐妹，我的姐妹有几个蛮亚洲家长的，真的是虎妈之外还亚洲家长。你那作文到底怎么写的？你们要看到那个隔壁那个谁，或者说你们要看那个谁妈妈的那个谁，他那个作文能力这么好，我们同一个老师教出来的，为什么你就这样子？你就只剩这样子吗？你的程度就只有这里而已吗？对，我每天就是每次聚会都听到他骂小孩，你知道吗？骂到最后我都觉得哇靠，这就是传说中的亚洲式打骂，你知道吗？隔壁老王在一起路肩，这看起来蛮乐在其中。好了，对，反正你们都是我尊爵不凡的各位会员们，我们这个亚洲式打骂真的不要存在于本频道。你看，我们真的亚洲式打骂就唔当的啦，好不好？毛毯有没有煮熟后的版本吗？目前是不存在于煮熟后的版本，如果有的话，应该也不至于会送到你们手上，好不好？你看看这个亚洲式打骂，我不过才骂你们几句，我都觉得满身大汗。天哪，这真的不是我的同温层，真的好可怕的亚洲式打骂。好啦，老王，对不起，老王出门剪头发。那我们时间来到了3点49分，我们今天也在这个亚洲式打骂，不是，好奇怪，我们今天也在这个亚洲式打骂的这个氛围下。我们是不是在为各位带来1-2首歌，我们就可以结束这一回合了呢？对，亚洲式打骂，好，谢谢。这个不要常常出现，亚洲式打骂好可怕哦。对满身大汗耶，好可怕。来，我们接下来亚洲式打骂。好，既然我们迎来了非常非常亚洲式的打骂，那下一首歌，我认为家长们应该可能需要一个地方好好的带他们冷静之外，我觉得还可以让他们了解，我们小孩子真的不会学坏，也没有学坏，带他们来这里的世界，我相信他们走一遭，一定会非常非常的喜悦、震惊、理解、成为并超越，好吗？各位亚洲家长，理解、成为、超越吧。Praise me, I want to hear you. Praise me, I want hear your voice. 理解、成为、超越吧，亚洲家长。来吧，开始讲干话。時のことがまた響く間、博の言葉胸に閉じ込めた色の海色がにじみ始める。
破れた世界の隅で何も求めずに叩き寄せる今の僕にはそれしかできない震えた強がりでもプライドに見えるはぐれた子供のように最後の声さえも風がさまようせいで消された月に手を向けたまま君は空の星に消えたそばにいてと抱きしめてももう二度と聞こえない君の歌声は降り注いだ雨のサイレン僕の代わりに今この空が泣き続けるこれまで踏みつけてきた教えを今かき集めこの胸にやってても救い求め歌うようなお勇気に見える物語る大人のように言葉に寄り添ったけのからの愛と導きはいらない飾られた祈りでは明日の手がかりに触れないいつか君に届くはずの名もなき幼い詩が描かれたままも忘れないよ一度だけ眠れぬ悲しみがその歌を抱きしめてる投げ捨てられる正しさなら消えることない間違いの方がいい臆病に隠してた声を今この手でもう一度さらせばいい掴むきと咲く光も乾いた心のせいでモノクロに見えた忘れないよ今日の景色をありふれた願いが足元を照らしてくれるTôi sẽ có vì tụi ấy in
来自于咱A美，咱的伫咧日本上有名的果子咯，来刷落来，咱阁是咱的工商服务时间咯。好，咱这一趴要工商服的物件是倒一个咧？来，随带大家来看一个咯。啊，我的图片呢？等下，我的图咧，等一下我的图不见了啊！他的高雄回民给我放弃咯！啊，我找到伫这啦，来哟！咱伫2月7号有出发in台北来表演咯，来泼下水咧，啪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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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不过咧，咱现场的票已经全部均售了，谢谢。我们现场的票都已经早就卖光光了，不过呢，我们还有线上观看票，目前上还是热卖中的样子。欢迎大家不嫌弃的话，设为开场嘉宾的这个 Triple Out in Taipei 呢，绝对是带来非常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台位演出啦，好不好？对，那作为开场嘉宾，朱迪卡倍感荣幸，谢谢公事爸爸给我这个机会到日本吃好穿好。温泉泡好好的一趟出差，我们成就了这次9不奥开场嘉宾的节目，吧唧吧唧吧唧！真的欢迎大家还没有买票的，对线上的表演有兴趣的话，大家都可以共襄盛举。什么好碰啦，吴谦老师，我鸡皮疙瘩！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没错，记忆理解、成为并超越，好不好？希望你各位亚洲家长们都可以了解我们 ACG 我们钢弹的美好，好不好？所以2月7号有说2月9号也是有这样子吗？2月9号的部分呢，其实是这样子的呢。2月9号的部分呢，来自于我们的动漫节的部分呢，这个来自于我们四季图阿偶把猪猪抓过去现场连线活动呢。2月9号是在我们动漫节是在哪里举行啊？各位兄弟们啊，等一下。我们动漫节在哪里举行呢？啊，这个呢，这是一个好问题呢。我把那个接力的那个时间表开给大家呢。我精明干练哦。哎，等我一下。阿雷在哪里呀？阿雷，等一下，我那个时间表呢，我现在找给大家呢。哦，有呢。这个是那个好，这个呢，我到底在讲什么？2月9号就那个鸡皮盖裂，猪猪要吃好纳豆包，对，谢谢公事爸爸。吴谦老师也蛋糕跟指定料理可以被，不是，吴谦老师，我已经确定要做那个葡萄，不是没有葡萄干，不要，那个凤梨蛋糕，我们是可能会这个。不要我们过三清板板的嘴，不可以有奇奇怪怪的背包，三清板板会生气啦。哦，在哪嘎杂达馆是不是？在哪嘎杂达馆？哪嘎杂达馆官方网站光芒万丈。好啦，我谢谢四季图的把猪猪抓过来。我们平常日他都知道猪猪开平常日呢，所以我们那天就是2月9号的直播。的排程一开始是非常可爱的香肠佳佳，接下来是波波，刷得来一点就是咱朱迪卡囤足机，刷落来就是咱卡拄啊有出现过的纳比咯。我们答应纳比，我们在2月9号最后一首歌，但七属 C 吹落去之后，我们就把这个热情交给我们的纳比，然后纳比之后呢，是我们可爱的秋叶七，可爱的秋叶七，然后接下来是我们爱姆奖呢，好不好？然后最后接到爱姆奖之后，我们就结束这一回合了，好不好？在南嘎宅南馆官方网站官方网站，好吗？只要超龄带的念过去，全部都没有问题了。好啦，总之2月7号是咱TBO in Taipei这个活动，好，猪猪作为开场嘉宾 ，Opening Card。どうしてすごく光栄でございますね，非常光荣呢。对，然后2月9号呢，这个被抓过来，这个非常开心呢。这个动漫节的部分呢，谢谢阿偶的照顾跟公司的照顾呢，非常感谢大家。
好不好？好，关起来。然后最后的最后嘞，啊，不是这个猪，这个最后嘞就是咱这个拜五正月30号，咱来株式会社买个就随便吹到去咯。我们株式会社尾啊，这次也准备了非常非常多相爱相杀的抽奖商品之外呢，猪猪还特别到了草空间一趟，有没有？我们这个大型的立牌呢，有些人家里没办法放，你可以抽中选择捐出来，或者是你非常想要，那就请务必一定要参加本频道1年1度的株式会社年度尾牙，我们1681抽，最多10抽，一个人最多10抽。你要是想要送暖、送爱心，又或者是迫害，都欢迎大家这2天表单猪猪都可以先行贴在我们的 DC 啊。如果想要参加一下的话，就先投起来。记得钱投了之后要投表单，不然我之后会没有办法去复制你的名字哦，好不好？好，我们这个立牌非常巨大，我就看当下到底是会转几回它才有办法被抽出去，还是说它一回就马上出去了，也是有可能的齁。大概是这样子。这个敢吃不怕，怎么可以敢吃葡萄干这种东西呢？给你报复的机会，他在说。对，我每次寄出去之前，我一定要试吃呢，不试吃我真的觉得对不起你们，我真的就是太善良了，你知道吗？然后爸手应该是赠送了1年份的样子，我讲不可以，不是大瓦，你讲太多我们的潜规则了，大瓦你不是我的友军吗？我的潜规则都被你讲完了，这样5000老师可以吗？鼓吹5000老师那是我的友军，他是我的友军，他只是不喜欢香菜而已，就这样子。好，你们好可怕哦！好啦，来，总之株式会社的尾牙呢，期待大家一起参与咯，好不好？谢谢你们，咱刷落来，要找咧港路的地点咯。咱这摆有咧开台的水宝，倒一个咧，开台水宝看一个吼。我们在开台的小小老婆们，来找一下，小小老婆们。猪猪肚子好饿，我们开台的香香老婆们，我们去找找。好，我们去找明夜夜，谢谢夜夜上次有降落到猪猪的皮蛋哦，科科。我们也去找明夜夜一起玩，谢谢他降落，礼尚往来一下。好，就是安呢，我很善良，好不好？而且家里放不下，抽到包当运气好运气不好，对，就是这样子。我们尾牙抽奖才增加了相爱相杀、血流成河的气氛呐、哦。我刚才什么有趣是有趣，不是吗？想要抢那个薄荷吗？好啦，而且这次我们泡泡熊指定的那个橘子酱啊，我真的是重成本哎！我那个橘子酱其实是瑞士进口的那个橘子酱，里面还有含很香浓的橘皮，其实我偷吃好几口。可是我是用不一样的汤匙头挖啦，那个好好吃，我真的是不惜成本嘞，对不对？你看我们很安详的让我们薄荷度过了这个生日，对不对？好啦，我们去找明夜夜。好啦，也谢谢大家陪伴猪猪这个下午，然后工商服务时间结束了，来，我们现在切片尾喽。谢谢你们。分解竞标的部分，我们今年度没有开启，因为上次我觉得太麻烦阿印师了，所以我今年不好意思开启。对啊，但是如果大家，因为我想说大家没有 Q 到，我就不好意思开。啊，如果大家之后有兴趣的话，我觉得我们4.0的立牌我们再来开一下，然后也是一样聘请我们米其林3星，写信的星，我们台湾数1数2广式饮茶大厨阿印师，他的印式刀工，只能说这个流派已经失传了，目前他也在协寻弟子中，看过他刀工的人无一不沉迷的，继续造谣。我们有机会4.0的立牌，我们聘请这位米其林3星广式刀工大师，哦，好老舍哦，
我们再来看一下怎么玩哦。それではまもなくみえさんの枠に到着いたしますので、シートベルトしっかり締めてください。我们加到叶叶的频道。好，我们干话到此为止。我们现在回复到非常有礼貌的面线们咯，知道啊？好，谁来干咯？大家拜拜，拜喽，明天见。明天是绕口令台耶，好可怕哦！哎呦。